Okay, start stream. What? What? 知不搞？live 啊？做動漫等陣我講先。有了 OK。我 sharing。等陣我俾佢，真太正。咁我咪話，不過新加坡應該是叫紅，新加坡國旗紅啊嘛。OK，讓聽台怎麼樣？叮咚咚，等先。係啊，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你人都等來收聽，邊個好見嘅節目，小便就 focus。哎呀，巴肚唔是昂播哈，這個禮拜呢，我們來講冇人會講嘅話題。這個禮拜嘅話題是叫新加坡。真奇怪，我就講新加坡呢。假人是想講未加路，未係咪啊？哇！我真係我講新加坡，老人直頭就是 automatic， 直頭是想講咱未加路呢嚇，特別嘅邊。因為喺新加坡頭那個邊嘅。你舊嘅講個字，但係人家都去查佢條。冇對，舊嘅查新加坡比論啊！舊嘅個就是全備一堆嘢，所以好食嘅。新加坡其實嚇，就是什麼啦？人係 competitive 嘅時候，係咪事啦？係咪個愛加路 ？OK， 等陣會介紹先我特別嘉賓。黑人憎是啊。OK， 咱報告就咱來報告咱特別嘉賓就先嚟。特別嘉賓頂面看起，啷看到我看到你夾，你知人喎，真係咩事喎 ？MCO 嘅事 ，MCO 就是摩大嘅。OK， 咱頭一個就是奧祖比，歡迎奧祖比。唔是奧祖比，奧比 ，sorry。Hello， 大家好。Hello， 阿 B， แล้วก็阿三ลักษา歡迎阿三ลักษาแล้ว等陣先放大，有 video 啦，我大家放大啫。阿三ลักษา hello， แล้วก็轉個要慢教，寫別 ，OK， 阿涵歡迎阿涵。Hello。阿涵做部 video 啊？我中間我係啱啲困都未使開。OK， แล้วก็บ่มาแปะ歡迎。Hello。然個主持人，哎呀，我未話開冚隻股。個英國啲暗示歡迎後啲阿龍歡迎。大家好。唔知困㗎你，唔知請㗎你啊嚇，後啲阿龍這禮拜。然後應該是會困咯。應該兩個歡迎，應該兩。嗨，大家好。แล้วก็道哥歡迎道哥。Hello， 大家好。只看咩怪唔知咩頂日來新正來咩冇必要，你咩曉？嘅波，歡迎嘅波對來啊！嘅波頂日，咱傾這2021倒數嘅時候一來嘛，當今practice 嘅下來啊，頂日咱冇錄音嘅嘛，知道有錄音，歡迎嘅波。OK， แล้วก็哎呀，什麼啥雙位嘅一個去啊，但嘛唔是帕林達咩啊？哎呀死！只看咩？Jason 咩救護車對，救護車歡迎救護車。Hello， 救護車你估唔來啊？是啊，真估冇來啊！歡迎，แล้วก็新疆我可能個辦家介紹，但係辦乜計，咱個叫佢講㗎嘛。個當然你話到行路條到啲新加坡位阿舅，啲買物件，阿舅特店嘅嚇，係你特店，啥羅朗你去菜店啊？其實有嘅 supermarket 都出咗講咯。對。
聽到。supermarket。我就俾 scan entry 接住。你這是你嘅，這是你嘅政府嘅 ID 啊？36點解？其實我啲 trace long，一期緊張。trace 嚟講得。แล้วcontact tracing 有啲麻煩咩？係咪麻煩呀？是梗係留 contact tracing 咧嘛？等陣。我唔知，啲韓國用手款嘅。Malaysia pun。你用手款開你 QR code 嘅嘛？我 option 就會使。俾住你 token 還是用你 handphone？伊 handphone 啊，伊即係你若是無 token 嚟講，伊 handphone 嗰度嘢嚟做邊咧，好勁個是未。但是如果當時感覺講你用 handphone 你了解你。啲 Bluetooth 啲開掉數。新加坡人真亂咩啦？他們講俾到點啊？RFID 啊 ，RFID 你夾邊嚟邊部新加坡人咯？是無法，嗰陣時大啲新加坡人嚟喎。แล้ว等我看過轉過，等個有大啲新加坡本嘅叉粿條甲叉米粉飯嚟。Then 個有要試個辦個有我啲都係你我啲都。新加坡。rồi我哋一櫃bằng結，我點食？唔是櫃bằng結嚟。我哋都介紹住你成條冇必要。唔個等咪介紹個人老椒先嘛。Then 個轉過老椒，我未看到摩多摩哥，歡迎。Hello， 我是中獎股橋。係啦，你多摩哥都冇聲嘅。哇，我係驚啲困。OK。ลูกอาหารหน่อหลังแก่ขุนบุษย์แก่บุษย์อังแล้วก็จุดนั้นบุกไก็chicken JW 是怎啊？哪只咯？哪只咯？不是啦，冇嚟過啊啦，哪只咯？歡迎哪只咯？你 MCO 行出嚟嚇？是啊。แล้วก็จะแค่ตาใบสิ叫做咩啊？ตาใบ咩？帕林島唔是？邊？帕林島啊？對。OK，個帕林島歡迎。แล้วก็จ้ากง歡迎。Hello，大家好。OK，介紹啦，我哋一人個隻叫人啊，10幾人咩？即係3、4個啦，我表情1、2、3、4、5、6、7、8、9、10、11、12、13、14、15、16。等陣講先啦，等陣你冇開笑應下，有等陣對面講啦，我 producer 個。我俾佢介紹到嘅個，等陣我當叫咩 active duty producer 是吧？可能大家好，是吧？個です。一個 make sure，這 producer 個 actually 做工嘅，頂到到嘅 producer 冇做工嘅，呢個搞 post 物件，頂到嘅 producer，頂到嘅即是到嘅歡迎，到嘅是。到幾時啊？我唔知道這邊是唔是第一股咧聽講。第一老椒。我是龍。我是 online 年代就 start 咧 ，come on。上咯，差唔多。而家是一個情況啦。哎呀，等陣。是咩？廣州人嚟啊！不懂嗎？不懂嗎？又嚟啊！我會不懂嗎？咪得新加坡。OK，咱講了當叫咱咪新疆卡開剛剛嘅時候，新疆名咩係新疆？嚇，歡迎新疆都名咩？但係講我有別嘅，新疆你 mute 掉，你按 mute 開。你做咩叫伊名？把你家再講，你 refer 伊嘛？啊，唔係嘛？再講伊是新疆。
前面一隻船礁是我介紹嚟嘅。哦，一隻船礁，歡迎。來，你名咩 ？Hello。啊，你名咩？歡迎。你叫你是咪講準備找一新嘅名？新唔是講新啦，一個花名啦，唔是你真是真名。人是人叫你，細漢大漢叫你啊，還是你一個花名？我花名啊，我花名嘛是光光咯。光光啊！光光係咩意思？介紹講者，解釋者。冇啦，依形勢是貴嘅，貴嘛是。哦，嘛是 light 咯，嘛是迄灰咯，貴，但是樣講無好聽嘛，叫光光咯。哦，光光，就是好攞嘅隻名。我係厝人好人嘅啊。哦，光光 Q 哦，個出面啊，光光。แล้ว你是即係後天阿龍介紹你嚟啊？是啦，依叫咩名我都唔知，係你。我叫阿龍。你點啊？你叫阿龍點啊？我即叫即邊先，係超嘅。後天阿龍。叫後天阿龍，你是即係你係咩 Polyglot Group 吧？是。我唔是依。參啦，伊是啲Facebook 有參與人哋講學嘅另外 group 嘅，然後我看到伊真熱心啊，講但是講你會找講學嘅另外機會喎，你會參我嘅 podcast 啊，我真真少嘅，我講我唔來咯，好，頭先我個未記介紹是無毛白，有啦有介紹啊，有介紹啊，實際嚟啊，鹹水甜，哇冇啦，人嘅是，人嘅你看人嘅 room。我個啦，即 5 times 4是20嚟啊，20你是尋晚啦，冇尋晚啊，冇尋晚是21嚟啊。OK， 即係禮拜咧，咱咪講嘅話題是，等下未，OK， 特別講起啊，即係你頭一擺聽到邊啲福建光光是即應該唔是，即後天阿龍介紹，如果你個去聽，還是你一頭無聽，一頭起來啊？Actually， 我有時有，我都捌聽過，捌看過真係到位啊。哦，你捌看過是面是你到底 YouTube 還是 Facebook 看到啊 ？YouTube，哦，因為當今就係做 YouTube native 啊，嗬，等我 take 個波啫，讓你 raise hand 啊，讓起手哈。看住人是到底吹到邊啲學件事到底 YouTube 會吹到嘅，起手，唔是用你 technology 起手，用 click 個 button 起手嘅 button。哦，阿咪，哦，接拿衫。哇！阿咪 original 啊 ，original， 定到你就係頭聽到邊啲學嘅事是到底 YouTube 嘅。是啊 ，original 接拿衫，我看到冇發文起嘛，所以我緊張。冇啦，我已經訂啊 original 係嗰陣時錄更嘅嘛。錄更掉我介估冇嘅，要錄更。OK， 我接拿衫是 OK。那村內你講咧冇人講啊，唔知係起手未起手啊？點解你講咧老椒嘅啦嗱？你是老椒就是，伊人起手都看冇掉嘛。是嚟人，當今是光光489什拉沙加吉寶是 YouTube native。Spot OK， 嗱係。unraise 你 hand 啊，落超實有嚟，然後住人是 Spotify， 冇啦，冇可能是 Spotify original 啦，就係是只有 Spotify 呢是，當今咧，當今你看聽邊啲學嘅是用 YouTube 聽，還是用 podcast 聽上面，但是講的是 YouTube 聽嘅手。YouTube 唔是聽啦，看啦，我尋聽講，哦，怪謝人本咯。哇！怪這人到底 YouTube 啊，就幫呀即個你使講話嘛？即個B，小姑無來 B 變背。B 變
變背。哎呀，你個卡古無來，但係變我妹嘢。你變背變妹啊！Oh my god！ Yeah。哦，你是你個小橋 website 嚟聽啊？Yeah，just a habit 啦。我是我對呢個 program 入股啊嘛，我頂多是用 website 嘛。對。對，老隻嘅 habit。Then OK。一出嚟人攏就用嘴講，一時打面 raise hand 啊，咁時女人當今聽 podcast 安怎聽？我未聽就係人講。Spotify， 就是講就 Spotify 光到 Spotify 啊 ，MC 就是講 Spotify 是，你我哋特別記名嘅 Jason， 等，我想救護車嚇對，救護車到 Spotify，OK， 特別你除掉是唔是到啲 Spotify 除掉啊？我唔是我朋友 introduce 我是 introduce 嘅是啲 YouTube 嘅，特別馬路嗰隻是 Spotify 聽啊方便。OK， 你特別用 Spotify 數啦，你都知道到 Spotify 聽啊。呀，我關是用 Spotify 啫。OK， 住兩個用 Spotify 啊？我未用 Spotify。我仲用 Spotify。住路阿涵啊？住阿涵呀？有。刀哥 Spotify 呢？我未用嘅咋 ，Spotify 啲韓國未開嘅咋。是啊。Actually 啊 ，John 啊，我唔知我用下面，我是佢咧，我icon 是 podcast， 我 click on 伊，我來嘅時我 YouTube 除掉嘅啦。After that， 我 podcast 我嚟 click 啊，伊就走出來啊。你用 iPhone 啊？我用 iPad。iPad 嚇，但係是 Apple Podcast 啊。哦。佢哋裏邊食嘅咯。對，我伊就出來啊。對，你這邊是你是係你啦Apple Podcast， 然之後人用 Google Podcast 即係人用 Google Podcast 你用 Google Podcast 即係我哋都。我都start 用嘅。OK 我用 not bad 啊，yeah。我 surprise 嗰個actually you list 嗰個 podcast 嚟嘅。of course. Easy, I mean, I thought maybe see, I mean, I thought sa Google, ada yang kaki Google si. Oh, but actually list from originally list from iTunes. iTunes lah. But we'll make sure why show listed pun na. On back end want to be成日講 claim 我係 show， 到底係邊個 ？OK，alright， 當見講到這邊，攞住兩個白行用係咪？攞 Google 白行辦法聽去 website 聽㗎，還是去用Stitcher 啊，還是白行 app， 成個 Anchor 唔知 Anchor 有 list 我 show Anchor。我是用你嘅 website 來 download， then 放啲我嘅computer 是電話。哎呦，that old school 嘅。喂，等我問你，是咪講你喺度看做事，你有用嘢，你嘅 file 白聽到 delete 其實你燒掉啲 file。燒掉嘅。哦。那是 offline 嘅事會聽咯。哦，I see。成個地車單還是單飛機，你會聽。所以你 download 是，你 download 到底你嘅電話位，還是 computer 位？你那是攞平本位。Oh my god！ 哇！我這隻出邊嘅四百九，你記得來是無面又講福建話個。嗰個你估 episode ferry 我冇講到 ferry 啊，但冇激心。
tapi 我無 download 加了嘅 episode 啦。我有加了嘅，我加了放喺我 Dropbox 入邊嘅，加了 episode MP3 放嘅。Oh my god！誒，你唔知我我把就是講我咪數啊，你嘅 server 爆炸喎，我是忘記 backup 嚟。哦，感謝。我知上個是林有 download 加了。我幾日看有一道是，我唔知咩花咩不好時隨播嘅時候，我有問下，就啦。John 啊，那係食complain新加坡喂。我好多見。要別當我啊，家是人講啊。你古仔我你 search 一隻新嘅 podcast 叫做 All 變難學見。你就 subscribe 對，伊個 logo 是黃色嘅。แล้ว所以你使去，actually good question，我 demo 可能看者哈，你人會使去檳城，我使去檳城學見到看幫嘢曉，但我唔知，等我看我會爆炸 computer。即係檳城學見到看幫嘢，哇，真 slow 我 internet。OK， 所以咱看去嘛，等我 full screen 先。咱去檳城學見嘅 show 為下，一邊有些 old episode 係了。攞嚟看到本咪係當然。old episode 你嘅 by subscription 你 click，sorry 廣告。這是刀卡超啊。Apple Podcast 發現我是特我是暗暝聽去困嘅啦，我都找唔到。你就找一個啦，你看到這 old podcast 係講咯。我就俾佢 browse แล้ว除掉แล้ว subscribe。你使去website 本，你使去 website， 我等到時候你看咗做，你去 website 去 all episode by subscription， แล้ว scroll 落來這邊一定有隻 Apple Podcast 嘅，when you click on 這個 Apple Podcast 時，伊就會開你嘅 iTunes 嘅 show 就出咗。OK，thank you，感謝。你都有個了。你這麼說我冇幫 iTunes 跟嚟 list 上個是100出呢。iTunes 被 list 個了show 嘅 ，so even though 我到底我 feed 有下我 RSS feed 很 technical， 我幫只字出本好啊，幾百出，特別依個嚟看到 iTunes 看到100出。特別when you subscribe 時你 list 時看到 ，when you 冇你特別 make sure 你 click subscribe 咯，什麼啦 ？instead of click 隨 list play 嚟聽下，你就未看到個了嘅。但是你去 click subscribe 咧，依個出個了。明白話什麼啦？我有 subscribe。你若是 click subscribe 咧，對 list 個了，若是冇嚟講係 list 100出嘅。OK，我去 try 看 ，because 我是 technology 講別用嘅人嚟。不要緊，你吹到本來學件事是真搞啊。because 我特到做工啊，我第一百嘅人，我冇插入是 CEO 啊，是蝦米？我百你 IT 嘅人先 ，because 你先白教啊，就是我朋友嘅，就是我朋友嘅。because 我未蝦米物件未曉嘅時候，我就直頭拍電話去，我解人正好嘅幾隻 present 蝦米個了 ，because 我是。technology 未用嘅人嚟，我其實多一位多一個公司多一個 position， 我頭一天問就是 IT 裏面住地搞，住地好。呢個唔是搞呢，呢個特別好，有你搞嘅嚇，未笑個線咗咋？有你搞嘅，特別比較假路嘅喎，你好嘅嚇，你係你嚇，我都計人正好咧。對，แล้ว OK， 所以當今我被咪講新加坡裝出聲講新加坡，接話題講新加坡。講了就起啊！哎呦，做咩事？阿涵啊，你使拍壞哦。阿涵拍，做咩事你？我OK， 咱就唔講實聲，清就為名。我講新加坡啊。睇嚟人就是會起行性嘅喎，特別嚇，我至少好講新加坡，我都冇講私人新加坡，是超寬新加坡，係咪？我只講新加坡就講，哎呦，我梗係正面嘅 complain 啊，哎呀，我梗係未打啦，
冇安尼慘啊，新加坡。I think 咱 sibling rivalry sibling rivalry 啊 ，neighbor rivalry 啊，咱係即係隨 sibling 們啊。伊上甲你較水、較高、較有類係你姊妹呢。OK， 來講下你對新加坡誒生活上咗看法，你經驗來講啫。無啦，是講足呢，我是無。特別你 express 你講你有時是講到只濟人嘅impression 咯，即係人我成講新加坡就講啦，哎喲，就即係咪 complain 先？特別咧，使 complain 本，我是要聽講咱只啷只看法上面。新加坡人呢就穿淡薄，伊人咧覺得伊人嘅 accent 就好淡薄，伊人咧是唔是？你嚟講嘅 accent 就嚟講 accent， 伊人嘅 accent 同咱 accent 有無相啊？無相，伊人講華語嘅 accent 都無相咧。華語無相是正常，華語無相是真正常嘅，因為樣是樣學嘅所在，咁樣學嘅環境咁樣無相嘛。特別樣紅毛話，對，樣 English 咁樣不無相文嘅，都聽得出嘅。少聽得出嘅。安怎無相啊？識講話？伊速度咁樣無相，伊 speed 咁無相嘅。樣嘅 speed 咁無相文嘅。你講下好啊？講 example 我唔使知啦。有你字較快嘅。比如講。你咪講下係咪物件嚇？嗱，到新加坡人已經講啊。我是感覺我 personal experience 啦。Because 我讀冊時我捌 quite a few Singapore 嘅 family 嘅人啦，伊人想講嘅係啊邊人啊較 refine 咯啫，แล้ว伊人是รู้啫，แล้ว伊人較 refine 伊人較 sophisticated， yeah 較 sophisticated， 伊人想講人是想講迄個安怎講啊，想講迄個。迄個山巴出來嘅款嘅人啊，แล้ว伊人是正大啲，迄個 urban center 正高啦，但伊人互人嘅 impression 是安尼款啦。特別即是伊人互人 impression，但係是 problem 是人家己咋，唔是，伊 imply，唔是嘅啦，唔是人家己。你講嚇，你伊正殺到啊！伊互你知講上家是 OK。imagine 一個啦，啥古早人細漢時人真正，咱嘛特別去 visit 正一 family member 些咯。有陣時你去咧位啊，伊人看衰你嘅啊，伊人你會知，伊人對你嘅款啊，你會知啫。然後你新加坡嘅人，我感覺我古早解人讀冊時就是像安尼款咯。你知道他們叫你們什麼嗎？來，係咪？是講咩？阿舅講咩？你們是聯邦人。聯邦什麼意思？聯邦人啊！馬來西亞叫做聯邦人呢。聯邦是 federal 啊？聯邦嘅人是聯邦嘅人。聯邦什麼意思？新加坡古早，不過新加坡伊國名無相嘛，新加坡是 Republic of Singapore 嘛。Malaysia 是 Federation of Malaysia。個名是無相嘅，那副名是無相嘅，那是 Federation of Malaysia，樣是 Republic of Singapore。特別咱無用 Federation 嘅名，咱嘅名應該是換嘅，應該是唔知90年嘅，但是 Federation 嘅名就夾走嘅。哦，係。That's why 我比較熟聽後生講話 ，because 後生話安尼款嘅物件，伊幾搞，伊知安尼款嘅物件。伊即個物件，伊真正清楚，安款嘅物件，伊真正清楚。我掠得淡薄了。你同我講話，無話聽開無相啊，伊有幾哪類所在，因為我是真 sensitive 嘅嘛，我真 sensitive 嘅，所以我淨係聽人講，我就講伊是新加坡人嘅。譬如講啦，咱人講very important， 咱人講 very important 燈嘛，特別又唔是燈嘅，又是燈嘅，就是講樣嘅迄個。P 嘅音是較重嘅，แล้วอี P 咧要 important 啊，是 import 一個 important。P 是較重嘅，又唔是咱人係你物理嘅聽嘅，樣是較清楚。แล้วอี P 嘅聽個 T 嘅聽，哦，啊咪 T
T 啦 T 有冇？Plosive 啦。這邊嘅你估嘅嚇，你在每往這邊嘅人感覺講，already 到新加坡你估咧，I mean 往有變做新加坡人嘅會，我嘅 behavior。特別你下次你想成個有對下面物件新加坡人做還是講嘅話，咱先講嘅話先，咱可能嚟講做物件。兩話講嘅，你感覺到你成個對新加坡，你特別嘛？成個我嚟這邊大，大家我見到我係美國嘅人講話時間，講個成個我到呢邊嘅人講我阿莫話，因為聽得頭靚。So， that's me 咯。特別我同你講咧，新加坡人是去到美國咧，本是講新加坡強嘅咯。是啦。對家己強真係有，冇因對家己強真係有信心嘅就，你看啲啦，冇信心嘅問題。你看你看到新加坡嘅時候，因講有一個 slang 嘅，伊要對阿嬷嘅 slang，係咪所謂講，因講阿嬷嘅 slang 是甲阿達因感覺到。伊甲阮普通嘅人咧是講因嘅新加坡嘅 Singlish 對，新加坡假這樣是，對，假這樣是標出來後你聽呢，假這樣是標出來嘅，因假講阿嬷話是真好字嘅，對。伊講阿嬷，伊甲阿嬷人講，即係人講阿嬷係是新加坡個新聞嘅嘛。但是伊要 show 伊個 status 嘅時候，你聽話伊 slang 哦，但是我當邊看人講下你 slang 哦，但是我會感覺到需要哦，我咪有 slang，愛個買呢嘛。做咩事買？誒，特別你做咩？特別我講阿嬷話。Can I speak to your manager？我 OK 好事啊！伊唔是 speak to your manager，係 speak to your manager，讓你黐個情緒嘅。Can I speak to your manager？Can I speak to your duty manager？Duty manager？ No. I know this is nonsense. I don't accept this. No. 特別好，我這I think 唔是新加坡嘅 problem 咧，這是變馬來西亞人咪是有得看嘅問題。我人睇阿冇睇，KL 本正一人是安尼款嘅，是款嘅。哎呦，買講啊！我捌一個蘇邦來嘅蘇邦人哈，伊中學嘅時哈，成個我人嚟看，哎呀，we talk like that one 啦。了下到了大學了下，伊參就真正是外國人哈，哇！伊發現有一個美國腔喎，了我就直接甲我朋友講咯，伊就問我咯，哦，這個人是唔是啲外國客啊？外國徛嘅無啦，伊是蘇邦人嘅蘇邦人啊，哇！伊中學甲伊當 tuition center 啊，下面啊，哇！伊個 big secret 啊，爆炸了啊！伊啊，4年嘅大學無甲我講話。這個人閒啊！這個有陣時唔是講伊人調啲上個我甲無上人講話，我咪上無上嘅腔，會無上嘅，對。我係先至安尼講，像伊人會知講我電話，我甲住講話 ，because 你demeanor 啊 ，suddenly 啊，你 autopilot 嚟咗，你甲一種嘅人講話，你 suddenly 講安尼款嘅話，你甲安款嘅人講話，你 suddenly 講話，但 but 我係人，你會直直講，我甲住講話，你會直直講 certainly 哦 ，certainly，係咪 certainly 啊 ？certainly，成個掉嘅 certain 啊 ，certainly 啊。Certainly， 我是 definitely， 我是冇講 certainly， 我是 definitely。我講 of course， 我是 certainly， 我講 of course， 我是自己嘅。我冇用 certainly 本嚟喎。certainly， 我用 certainly， for sure， for sure， 誒，歡迎博劍啲，歡迎。Hello， 然後三句話嚟形容新加坡人。OK，good question， 嚟搞三句話。夾啲夾政府。講個知道。夾屎。夾政府，I see。誒，特別夾數有特別，唔是講新加坡啦，我是感覺特別
有咯，就 competitive 我感覺到。誒，我是很少啦，我啦啥是因為有可能伊人是伊國家細嘛。free 唔見。Totally agree。做咩事？ free 唔見嗬，是英文嗬，就就是搶掉來排隊。哦，搶掉來，你明講上啊，OK， OK， 你開隻新嘅 bubble tea， 伊甲你講伊學20歐啊50歐 free 嚟講嗬 ，from 500人排隊。對。好咪就講 marketing 好。有隻興你可能唔見啊，排隊。你袂使講佢物件好食，你 blog about 一年，哇 ，the next day 就是。特別這個唔上個唔是新加坡人，這上個是只，阿咪有可能加 hyper 技術啦，新加坡人。我肯定介紹你睇做咩事，我講埋做咩事。特別這是上個只亞洲人，我成日看呢，鄧人啊技術。冇啦 ，actually 阿冇啦，你去 Costco 看啊。排隊sample 後你是講。sample 但 Costco 就係嗰啲 free 啊嘛 ，pre-pandemic 嘅時，然後你食，係咪貴以買，係咪貴嘛，後你食咯。哎呦，你係啦，冇特別我是啦啥 ，OK， 頂到時我頭知道對美國㗎喎，我啱對美國，唔是對美國，對馬來西亞是，我咪是想講OK， 我咪是要想啊，感覺到家己正啊，就不然等陣我冚啊妹。我看到我邊啊一條，我就未打 OCD 啊 ，sorry OCD， 冇病，喂，我頭啱開個 full frame 時，我看到我妹邊啊，伊是做一妹嘅，所以就去冚啊。然後我坐喺暗地新加坡時，我咪是感覺到家己真正 proud 咯，講哇，這是我嘅 home country，係咪咪啦？我被帶去看物件。隻狗變靚死你飛機隻報告隻排隊叫係咪，嗱咪定得排隊唔知有，講係咪 group 嘅，頭冇人排隊嘅，伊知㗎啦，撞咗去，哎呀死我嘅時候我感覺冇人遲到正等人去㗎啦，人去反正啲飛機都會。講關事就係少啦。定到咁時我就Thai Airways 去Bangkok 嘅時段可能。哎呦，計迄個呢？你個唔知啊，樣唔知講樣啥創起呢？樣個要去個路誒，看 make sure 伊到底你頭整成啊！伊看裏邊啫，看裏邊確實是你到後尾那個，OK， 那個徛就對啦，嚇。哈，係咩看路咩？又成日就安嚟小查查嚟啊！看路啫。都冇咩意思咧嘛。計勒死，特別即係唔是新加坡啊，即係特別靚啊！你 OK 特別，等陣我講我係 theory 啦，我講好聽我係 theory， 我做咩事我感覺到新加坡人會較技術，因為嗬。我感覺到我捌嘅新加坡人是伊人細漢甲大漢啊，伊人嘅 pressure 就濟咗，讀冊本好 competition 就 competitive， 伊人嘅國家安尼細啊，了人安尼濟啊，冇話叫做阿咪啊，伊時講你若是無骨力嚟講，你I mean， 不，你失敗還是你無成功，是因為你無夠骨力，無夠拍拼。你一個阿毛名叫做啥物啊？我要想者。meritocracy 咯。哇好。對 meritocracy 啊。Yeah, mediocrity. 了OK， 所以了個有一個即個唔是講即伊個人嘅啦，個伊個國家本身嘅看到就伊個 culture country is run by like as a corporation 啊，啲人 run 伊 country 成個 run 一個 company 啊，公司呢嚇，了個有伊個即個 culture 就是新加坡嘅 culture， 唔是新加坡嘅人嘅，因為
I mean of course 新加坡人是 build up by 新加坡人啦，伊個國家成講伊離開馬來西亞定到咋，做咩所以因為感覺到伊人較好了，就是其實咱別怪人啊，伊人走讓出去嘅就，啊是咩？東姑塔樣，伊兩塔樣嘢。所以伊人出咧嚇，後邊佢個摸，伊人可能會掉，佢個掉，所以伊人感覺到伊人成啊，唔係啊 ，step 招咧嚇，咧伊人佢個杯。成功好多看咋，好多靚嗰咋。喺做票啊，因為你喺做票啊。啊，嗱，伊 lose out on 伊哋 empathy 係一百啦。嚇，對，因當佢慢慢 train 就對咯。我都講有新加坡有成日講 promote 呢，啊，成日講較 understanding 啊，是咪 still 就 competitive 個。冇當今較 empathy 啊。那個 empathy 啊，他那個 empathy，actually 他那依家 support Malaysia 呢就，yeah because that time 係有隻隻中國人甲菲律賓接來嘛，所以他那樣嘅 main rivalry 是 Filipinos，唔是往 Malaysia。樣嘅 xenophobia is towards 阿中咯。阿中冇咧，我哋只中國啊，阿中係咩？他那是 Filipinos，because 他那 Filipinos，格林啊，個冇安尼做 ，because 接來嘅了本時係你個阿達食格林啊，所以冇 majority 冇安尼做 ，Filipinos 先呀做，所以樣感覺到。因為 Filipino 你開始接來是做for 成個 foreign worker 嘅數。哦，做 service line。service line。OK， CK restaurant 還是 hotel 係嘛？嗰啲 F&B 嗰啲，嗱學細，即係學細，啲新加坡人識講，哎呦，特別好 ，this the tea are not hot enough 。You take back otherwise I talk to your manager 。Filipinos 有一項嘢無好，樣 service line 真係好 ，that means 樣有超別係咪？特別嚇 ，once 你可以淡薄誒係你 power authority 嚇，我甲你講，貴公司可以做人㗎啦。啊，伊人係做咩咩啊？哦，哇，咱特別新嘅話題叫做菲律賓咧嚇。真係我甲你。好啦，即係。有呢啲我感覺啊，新加坡我感覺到只 the difference 我看到最大啦，我感覺到新加坡最可憐嘅就是新加坡嘅老人。哦，誒嚟講就，誒你使開 video，你開 video。係啦，我啲老闆爭起出我講。定當我頭先睇到你咪是爭起出嚟。咩流冷錢？咩流冷錢？咩流冷錢？真啊可憐呢！哦，新加坡嘅流冷啊，講就我唔制，就係講。你祈福哥都看到流冷，就吸半碗誒。吸半碗，阿公阿媽俾做工做到7、80歲。特別因為因為 CPF 冇類嘅，所以樣冇辦法，樣都俾做個 top up 到。CPF 係咩 ？CPF 是你 retirement 我係咪 EPF 是人嘅 EPF。人叫 EPF 係咩 ？EPF 是馬來西亞退休金、公積金啊。哦，公積金。แล้ว人馬來西亞是好，人老實講，人佢只講馬來西亞政府啦，52歲才咧，但係你52歲整咧，你係買厝俾你一世人嘅頭一間厝咧，你係廿頭一筆出來先，特別一本嚟邊你60歲就係嘢啦。哦，一本1、2、3、3廿九嘅，一嚟邊有3廿九，就是講你累咧30%、40%敗掉嘅。所以，但是你買厝嘅話咧，頭一間咗，你未使買第二間，未使買第三間。你買頭一間厝咧，無夠累咧，你就係頭一廿九累出嚟用成。係啦，但是講你係讀冊嘅話咧，你不能成日，你哋興，免興嘅對嘢，EPS 是累嚟嘅。愛興啊！呢啲食作滾咗啫喲。冇啦 ，EPF 都愛興，我哋做時我娘嚟，我哋免興佢嘅。愛興啊，睇下 EPF 冇上攞了，就所謂 EPF 到睇下我被動嘅時候咧，可能你就你 EPF 做你買厝啊，你都被興嘅。哦，冇，這是伊講新加坡，你是講新加坡嚇？新加坡啦。OK，但係講就馬來西亞。我講馬來西亞。哦 ，sorry。馬來西亞咧，人嘅累嚟 ，EPF 是擼嘅累嚟，你佢成日去做 investment 嘅，新加坡未使嘅。新加坡未使，下面嘅咧。新加坡嘅 CPF 咧，嗬，雖然講起嚟講啊，依家人嘅 EPF 是上市行物件，但係人嘅累是政府嘅累嚟，人嘅是自己數錢嘅累嚟。馬來西亞，所以馬來西亞係條咧喺條 track 嘢 withdraw age 問題。咱規日 complain 馬來西亞政府啦，其實馬來西亞政府做有真濟物件是世界上真濟所在未比人嘅。
especially medical 和流人嘅 medical 咱 medical 是等嚟。誒，你喺新加坡啊，唔係等我講到啲流人就係講，我俾聽一隻 topic 就係 interesting。流人，所以你做咩說流人？伊人伊人流一般就做工，因為伊人嘅講積金無夠，無夠人開，無夠累，唔是無夠人開，因為新加坡嘅 CPF 哦。有一個 maximum cap 嘅，但係你成日講50歲、60歲，你咪使夾一筆攞出來對哦。特別你無夠伊嘅 minimum cap 啊 ，maybe 講150千裏邊，你無夠150千，你唔使夾50%出來咗。所以the only point to 夾出來就是愛做工去 top up 你 CPF 咯。所以咪等伊 top up 過來，伊包幾歲咧？無你新加坡人嗬，是有影就是無夠因啊，無囡仔，無驚字嘅，樣是唔是特別靠家己慢慢做工咯？做工來 top up，因為工資到幾類呢？安怎 top up？啊，有就是你無教應，你未使俾厝嘅啊。無教應，可能會使新加坡。你超過30個歲。30個歲，你會使俾一個係你上個one unit 嚟啦，係你一房食啊，反正咯睇那個好咧，睇那伊 upgrade 好你2 bedder。頂到嘅時是完全變曬，你知唔知新加坡就只係你流人嗬，樣無厝大 ，because 樣無價值，還是價值無關嘢嘅，老樣嘅 CPF 無關嘢，樣去稅係你政府嘅 unit 啦，係你一房一食啊，反正 unit 嘅，樣無鐳嘅，樣嘅電鐳是落鐳嘅啫，有鐳樣做工就大啲做工，有鐳咧樣嘅落係你電那邊嘅，top up。夠電用夠水用。我未看，我明白我啦，我 slow 到我冇咩 understand 嘅 CPF 嘅。啲 CPF 是就是講，伊是你特別，但是伊無夠，伊 retirement age 是幾歲？伊退休嘅歲是咩？新加坡通常是60，所以你是講伊無夠60歲是60個？唔是。OK， 睇下60個 ，OK， 你先講睇下伊60個啦。你伊嘅 CPF 裏邊冇3厘9哦，係你係咪 saving 啦、medishield 啦，係咪幾咯？其中一個 account 係咧，說伊係一個 maximum cap 150千啦。你冇150千 ，even 都你60個。你地址都俾佢燒掉150千嚟講啦，對。但係你說講伊睇下是150千，你就俾佢150千咯。所以 if 你買60個開始裏邊150千嚟講，你使夾50%出來。balance 個伊特貴只可好路咯。頂到時 one shot 會使夾㗎啦 ，because 有一陣嘅時啊，只係你中國部啊，來撈係你 uncle 嘅類啊，撈咧撈嗰啲 CPF 嘅類，然後睇下樣政府搞咧，樣好你一半咧50%，特別咧，因為伊要夾你去捧嘛 ，OK， 樣有一個公司叫做 invest， 伊嘟也去 invest， 樣係是用這類嚟 invest 嘛。所以但係講，你本起下你夾，你下你流人下你無驚字嘅，按咗好啊，樣夾俾。就是講最有嚟捧，政府有嚟捧。呢條because呢條捧咧，依家用佢哋類嚟做類，成個貼到對。你想講，你有你 case 律師下你驚字，你睇這邊嘅人係驚字，但是淡薄 cold blooded 咧，因為樣愛俾厝嘛，所以樣按咗咧。樣把你出來做工，樣家己本身 CPF 無夠你掉，伊夾100萬誒 transfer 過去，伊 CPF 加100萬個學攤啊，你 transfer 互我後生，我突破係你 max 我會使俾厝了，你會使教我大 something like that，然後伊 transfer 過去伊啊 ，after that 100萬伊咪出銷了，100萬無了嘛，有誒可能 case 無了，有咧是嗬，樣有影就是無夠因誒老啦，錢也老啦，本無夠因無驚字，蝦米本無誒。樣一落來本是做顧理嘅，所以嘛你看到 CPF 永遠未過100千咯，所以樣隻間嘅老闆都會做。但係伊講無夠，伊未夠100千嘅意思，就是講伊未使領 anything 就是對，裏邊嘅你，所以伊特別 minimum 特別存掉100千啊。不 minimum 就是講。你講政府係150千，你就俾我150千。OK， 你成日講我係 case 可能我有做工，你我 mother retire 對嘛？我 mother 有可能講減20千，我會使用我 transfer， 我 CPF transfer 20千去，所以會使夾50%出來，明白哦？所以特別你第一招特別有存了安尼一類，不 hit 你 maximum 了，你會使領一半。
但是都交回啦。depends on 看都要 depends on 政府有無加，有但是伊項加，頂到時是講150,000攤啊，我唔知 ，maybe more than that 啦。OK， 所以 maybe more than that。即係你識講，咱好水嚟講，咱講100,000就好。你識講我當今60個歲啊，特別我做工時人特別趁只無講只濟類，所以我內面冇講有60,000呀。我特別領一半，我個未使領係60,000嘅一半，我可能會起個100,000了，我計使領50,000出來。對。你唔是擼嘅就對啊。你唔是擼嘅。OK， 你先講睇下往個時候嚟呢啦，就往個 new generation 往被備處啦。你話 CPF 裏邊嘛有類一啲，我做 CPF 嘅 bank，that means 我自己類嘛，擺咧是我自己類掉，我叫我 CPF 去備處對唔對？然後我同你講樣正好少呢，就係你買，你叫我自己類去備處啊，係哦。然後我嗰邊很 interest 嘅。即是你 borrow your money mentality 啊。你政府處是99年嘅。你有表緊係是講我賣掉我政府處啊，你是講我賣了我夾隻 CPF 嘅類了我賣掉喺你處啊，我家陣係是到 CPF 裏邊嘅 bank 喺你類我家己類，未必我夾50,000好無？是講我用3年嘅點寫，還是4年嘅點寫啦？你賣掉喺你處啊，即係3年4年我興對即期50,000，我嗰邊興即係4年嘅interest咗。因為當時我啲想。之類是個了啊，成個我諗 financial work 咁，安尼講啊，我 interest 咧真奇怪，對唔對？特別伊是 discourage you，I think 伊是 discourage you from 用你retirement 嘅 saving 你知道？特別你就這樣講，俾儲嘛，要3厘 saving 嘛，要3厘 account 嘅 saving 到裏邊嘛，要半3厘嘛。冇，之類是，你在新加坡是 financial district 真正搞嘅 ，because 伊人都會安尼講，伊都會真正 cold-blooded，because 伊無辦法啊，聽講伊是 self-preservation。伊分 out of 伊分了。because 啊，中國本有淡薄物件是安尼講嘅 ，because 我人大 finance 啊，我人講就是算安尼款嘅物件嘛。伊算算了嘅，伊有一個 population 啊，成日達你政府本是安尼款，你若是安尼濟人啊。伊被 support 個了嘅人，伊今日有一半嘅人，伊都被 sacrifice，because 伊無辦法啊 subsidize 咯。啊，唔會被 sustain 啊，你是講。because 伊若是有一幫人款嘅人啊，你就會害到安尼濟安尼款嘅人，所以伊都會做一個 decision 啊，伊安怎啊？特別新加坡地教嘅咧，新加坡地教做呢 decision 咧。因為 planning 是真好，即係特別樣成個真正加，然後你要變做。要係咁樣試啦，無變，你無歡喜本好，你 just follow 咯，就是安尼款咯。just follow law。伊正驚你啊，若是講啊，你買厝啊，你亂就買啊，是你袂曉，有個人是袂曉想嘅嘛，有個人會曉想嘅就袂要緊咯，有個人袂曉想咧，伊若是逼你還利息啊，你就會較小心，了你會知聽。你若是會知聽，你就會較拍拼。無凊彩人去嘢嚟買，凊彩每件嘢嚟買。伊只拍拼 ，because 我人做 finance 啊，新加坡嘅物件，我人真清楚 ，because 啊，新加坡 is a very very good efficient example。真正係物件新加坡會做，特別啊，人袂使講 because 啊是人講啊，人就講人無心啊，人無想別人啦，就所以真正係物件，安尼款嘅物件。人知特別人袂使講嘅，你看嘅意思，特別實在啊，伊人是條件，伊人逼約無辦法。True 啊 ，True 特別我是感覺老人啊，平時可憐咯。特別做咩事？特別有成個另外政府有成個有無成個 plan 講 cover 係個老人 retire 嘅會嘅人，個無夠類嘅人嘅policy 咩？因為政府有做咁嘅。有program 啦，伊唔是學你嘅嚟 money 出嚟，入邊有 social program maybe。呀，講下。你特別想講啦。上個 OK， 你想過上個。social media 真係看靠偷掉嘅。Yeah，because 伊若是講開真濟類，安尼款嘅人啊，了伊就無夠類，互伊種搞嘅人去讀冊，了伊 technology 嗰度賣，你特別想過 OK， 上個我翁嘅 family 啦，伊人去 adopt 真濟迄種無人愛嘅人啊，像Down syndrome 啦，係咪咁了啦？了就你想看安款嘅人啊，就是我人達到本是安想，你即個囡仔啊，係咪本未做，規世人未 contribute，
你若是开300千、500千本好啊，伊是 maximum 了诶。你若是过一个囡仔是 normal 的啦，你开300千啊，迄个300千啊，真正有聊的哦。我會 bring up 即係 OB 嘅 daughter Down syndrome 嘅，我會 bring up 你感覺到你到底馬來西亞即係咱冇做到個 OB， 咱會講即係 parents 嚇 special need 嘅 parents， 然後我會聽你 opinion。And then special needs parents Malaysia there is the help is actually is zero 啦。zero。所以你就自己就俾吹，因為你有一個 network of 成個 parents，咁了有 special need 嘅囡仔嘅 network。我講緊嘅 network is better already 啦。But when 我 daughter was 出事嘅時啊，一定是冇關行嘅。特別講緊本是想講，當時出事嘅時是講合屋本唔大得啦，所講緊是講有的 network， 特別嗰啲是 parents 自己做咯，特別做讀冊啊咩物件本自己做，揾讀冊啊。特別學堂咧 special need， 冇想咯。你要出嚟上嘅去讀冊本冇人愛事，出嚟自己要出嚟冇人愛事。it's 到你使找司機啦，司機啦是讀。是做 about 伊睇那啲讀掉 about special needs 嘅囡仔，伊會使做 coaching 嘅。So nowadays 個有人個濟人讀安尼物件。In Singapore 呢，以前咧，Malaysia 是。等陣，我俾你實拍壞哦。拍壞啊！對。OK。我係講感覺哦。I think Malaysia special needs。In Singapore, they don't allow inclusion. So not talking about inclusion no. That means special needs 嘅囡仔平常嘅囡仔白上一班。因為 special needs 嘅 welfare 是真係好，特別因 consider 嗱講都是 special needs 是六講嘅，都唔使參 normal 嘅人嘅。所以伊是 segregation。segregation 特別呢伊是分開嘅，特別伊有教教人啊。Malaysia 呢是depend on okay how do I 講呢？會使講是3-4年前呢是冇樣是本是分開嘅，講緊呢樣有一個 program 叫做是 inclusion program，但係樣有講special needs 是講 special needs 嘅囡仔呢。伊愛讀個 mainstream 嘅時會呢，伊會使讀。政府有 allow 伊有 choice 啊，你使揀 whether 你俾 segregate 你使 choice 啊。但我講 inclusion is important 呢，是講我係就我是讀 inclusion 嘅，伊是讀平常嘅差唔多啫。Because 伊是囡仔like especially 是 Down syndrome 啊，伊是 monkey see monkey do 嘛。又可以對樣嘛，大狗白長細狗看樣嘛，所以就講 special needs 啊，伊會教嘅咧什麼是咧 special needs， 所以講伊學咩物件呢？伊袂學就看下，伊會鬥下少伊 socializing 係咪嘅兩本嚟嘅字？對，所以嚟我嘅 daughter 呢，伊是讀數字呢，伊讀數字呢，特別呢伊學物件嗰時。Even 伊讀袂安尼快吼，特別伊個 self help skills， 伊個 social skill， 伊 independent 伊真係 independent。Even like now 伊會去 scuba dive， you know，which is like， 或者伊會 play violin， you know。Okay， maybe 你要叫伊做 maths function of what that one of course 免合合啦。若是講袂做，我會做呢，伊是真正 high functioning 啊。迄個新加坡嘅政府啊，伊鼓勵，伊照顧你，特別伊買開真濟鐳啊，互你嚟互你進步，像個這邊啊，去到這邊 ，because 伊愛舉迄個鐳啊，去進步迄個別人啊，是這邊去到合邊的，特別伊照顧你。樣嘅。special needs 安怎分好啊？比起人 Malaysia at least 10步 in advance。
even 講伊無太靚呀，比十個人嘅這邊 advance，樣是一項呀，樣伊 take care of 你，但係伊咪看你，伊買你，be in the social。伊逃避你，伊對，伊講你，你別咧做咧嘅聲的，伊講你，但係你別，你看，伊對冇你看到。你看到 special needs 係啷個無 ？I think in Malaysia 會看到較濟個樣。有了是well trained。Also secluded workshop，你要出來做工冇 best no such thing。actually 有啦，我看到真正濟當 syndrome 嘅 kids 哦，樣有一個，像講新加坡有真濟迄個較好嘅人，但係樣開迄個 restaurant 啊、cafe 哦，是調啲請一個 Down syndrome so that 樣 in future 樣會曉家己 survive 嘅有。我捌看過樣動物，所以有陣時吼，你可能看到一人家己講話，還是講嘅吼，你免袂着出來。我捌看過樣家己搭巴士去，家己行落去 school。怎麼加講？未講未加講？加講未講 something？樣無講 really hard 樣啦，it's just that。你講話樣誰講啊？俾你隻人明俾我掉。Ya, tadi oteng ilang ay program for special needs. Ilang siyaw cinaku liao baru kecut lai. Cak ni tu liao eh. But then cak kui ni lah. But then ilang ay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to si cinca boho. So lu cak betul lu early intervention boho ah. Lu hello ki oteng. Tu bo yong eh. Because it cak betul mah. So students will struggle. Only the social aspect is good. So ilang early intervention tio I address how say. Early intervention 係咩意思？ Early intervention means it should see ilang I already plan for enjoy development。你唔是等個去學堂？新加坡有啊，可能咧。你有你就會去 induce 一下。伊會甲你講 whether 這 kids 有 Down syndrome 嘛，係咪咧？你家己就會 make decision， 你愛還是唔愛。所以 if 你愛咧，伊會甲你講有係咪 association， 係咪，แล้ว你就要 prepare 你家己可能有新加坡有可能唔嘅。個有新加坡，咱講到話 balance 嘅新加坡嘅 topic， 講新加坡好嘅物件。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對24 hours 嚟講，你是 public transport 是真方便。你係特別國家細是一應做啦，感覺到特別你冇咯，我感覺嘢咯。哦，你 compare， 你若是 compare 上是你講啦，你會做韓國加新加坡，伊個 transportation 啊，你看起來伊個阿咪唔是講隔了啦，特別你 task 較大嘛，還是你地方大？唔是咯，看你政府揾咗做嘅嘛。你看中國安尼大，日本安尼大，伊幾個國家你看人發展人嘅交通發展嘅安怎？真係好事門，對，真係好事嘅。我感覺對。我唔是講伊樣白你知，我是講伊你特別在 acknowledge 講伊人會特別幫助嘅，樣特別幫助較濟類，較濟點聲較坎坷。所以若是講，唔是講我樣無 prioritize 伊個迄個就特別有類是想講，哇！即邊咧濟類我別做啊，你有類是講即個做類明白講伊是要緊嘅，所以硬做。你就係估啊，及斜是啊。Malaysia 啊。我到 Philadelphia 嘛，你看 Philadelphia 是真呀古嘅 city 嚟咋，差不like birthplace of America 啦。伊個 grid system 啊 ，for 伊個街路啊 ，already 變咧咋，嗰了是嚟世界啦。嚇，然後我看 Philadelphia， 我記我去看 Google Map，Philadelphia 嘅 road system。Philadelphia agak ai siang size 噶 KL 的，然後去看 KL road system， 哇啦，成個行啊！伊 road system， 伊 LRT 係咪幾個了？亂來嘅喎，伊成個行嘅呢，但係 Philadelphia 你看，伊是個，然後伊 train 本是行 around that blocks 啊，嗱係 block system， 嗱，等到我嚟美國一下，我會嚟美國時，我唔知吧。樣嘅嘅來 block system， 我想講，乜都唔可能會做啲 block 嘅物件，我咧聽到人估，特別是因為人 OK 美國
伊个歷史300幾年來講啦，咱算吼，伊是算只 modern 了嘛對。所以咱有機會做 block system 啦。你成日聽到誒，即個馬來西亞誒即伊個咱發展嘅時啊，安尼久啊，嗰8年啊，嗬，所以伊就會講啊，只坎坷嘅幾多對於 block system。I mean。冇啊！阿姑 KL 是成一個金峰安尼嚟咋？係喲，我諗係落高睇那個坑個，係喲。冇啦，actually 啊，是屬於咗美國有 all from Europe，因為英國 Europe， 英國唔要做。伊人嘅 master plan 迄邊嘅國家係，你看伊落無，伊人嘅落唔跌嘅落嘅啊，你看，咱看英國啦。伊落是伊只古歷史嘛，所以伊when伊人慢慢發展嘅點先啊，伊人慢慢 from 一個kampung join 過一個kampung，慢慢 join 個變大，係成個倫敦啊款。然後 when 伊人泰人嗰啲走去美國發展嘅時，伊人有一個 guideline 啊嘛，伊人在講係咪好係咪唔好啊？你人 try 試呢樣嘢，所以你看美國嘅路真係爽嘅呀。然後你看菲律賓啊，菲律賓馬尼拉有對對美國嘅款 ，because 美國人去邊發展嘅嘛。伊是 organic 嘅，所以伊個了是伊個咯，個了是啥？即係伊個無啥個即係樹芽誒，伊啥 snake 安尼。啊，你人這邊嘅是對英國嘅沙嚟。都是哦。我就是平時安尼看你咯。我嚟個比較少奇怪個，哎喲，真係阿羅，個咧跌個咧呢一啲，因開始是講人到底比較是講你係咪 crossroad 嘛？你到底得咯？你到底80個機㗎係咪佢機？你可能 crossroad。你話講哎呦死啦！你香港邊度有死啊？你即係邊度你 cross 喺上次就落得 cross 邊度到？係啊！即係冇我白講是對啦，你特別看伊歷史 ，because 因為美國國家 start 頭點先是17、80幾年啦，佢哋點先是。伊個 French Revolution baru過，然後伊人嘅 philosophers 嗰啲影響到伊個美國嘅人嘅看法，所以伊人背伊人嘅city planning 嘅所款，所以做 city block 所以較 organize， 所以伊是較即是法國影響到嘅。Enlightenment 係啥？我諗這邊我講啲會記哦，我諗這邊嘛是 because 這邊是伊是迄個叫咩啊 ？river 是叫咩啊？港啊港，我諗一條路啊 ，King Street 啦 ，North East South West 包㗎了啊。所以若是人假如講伊直直講 King Street 啦，我直直問講到這邊啦，because 啊 North South West 啊，可能包㗎了嘅，唔是講 King Street 呀，真濟路是安尼。特別若是你大久了啊，你就會知 ，because 我這個位啊，伊是真濟迄個樹芽啊，安尼對來對去嘛。啊，對，我人係啊，咁樣是對迄個樹芽嘅嘛。像個，所以咁了，達到人為我大啲到咯啊，我達到個人講話，我大啲迄個dam那邊。because 我咪講 West End 啊 ，because 你講 West End 真濟人啊，這邊嘅 Western 嘅真 North America，because 你行是對 Westerly 嘛。你講你大 West End 人就agak 你是大安尼款嘅位，แล้ว我咪講啦，แล้ว我是講我大啲 dump， 間呀 Kitchener Waterloo 嘅位呢，迄個 dump 啊是起啲 West End， 為你世界無人嘅 dump 是起啲 West End，because 佢 West End 是阿達少嘅，呀，是安尼款。誒，你大膽咪是講係 Costco 嗰邊咯？嚇，是咯。你 Waterloo Moraine 那邊咯嚇，你喂後尾是掛包咯，你睇掛咧。哦，係啦 ，reserve。actually Kitchener 真係安尼。但係對新加坡，咱走去普羅，走去加拿大。特別你能夠看到出嚟舊年嘅戲電視劇嘅戲叫做Singapore Grip 我冇看到啊。頭先你 check 啦，大陸先係 check 嘅是 set in colonial 嘅點先全世界就拍是日本人係點先係是啦。伊人做去一個戲，特別伊人問咧會做戲喺新加坡，誒你睇你點先啊？係是邊嚟嘅？誒新加坡嘅，所以伊未做你看你戲，所以每來伊人 film 去馬來西亞。
所以隔了伊 location 啊，我會見，是隔了是我係是係係你 India 嘛？到馬來西亞。點少出到 news 講伊度邊呢？Esplanade 伊翕啲Suffolk House，伊翕啲 Armenian Street 啲邊咧咁，隔了是馬來西亞，所以伊人做戲是 because 這邊冇嗰啲國家誒，我出來啦，特別冇上啊咯，因為伊浪到嘅資料，伊就冇這邊冇係你 so-called heritage 誒建築物啊，有啦冇幾間嘅，伊有啦冇幾間，伊路嗬冇係你 feel 去啊。伊看到有可能厝特別 because of 佢哋路啊，因 already 有 improvement 了啊 ，next door 嘅 building 個了嗬，就冇佢哋 feel 去啊。係啊，因近個 focus，近個 focus 係勁厝本近個。我嗰隻物件就是新加坡啊，我不聽新加坡，我只捌看過新加坡人嚟馬來西亞食飯啊，檳榔就有炒坤㗎，我未聽講，就是一樣講，哎呦，這裡是上個去檳榔。伊人講 keeping 呢是，你食坑呀？你危險嘛？冇，我是咪講，伊人是感覺到，讓來檳榔曉是上個多短期20-30年前嘅呢。是啊。特別老實講，新加坡嘅政府啊，新加坡人來檳榔買厝買 property 是買貴叻嘅咯。JB 咪就係這樣，到 JB 俾儲俾咗字。拜拜啊！JB 呢個一差個 JB 嘅厝啊，咁樣佢哋 property 起個嘅人，下邊嘅人 suffer 咯，買唔到。係國家 suffer 咯。我諗變咗。安到底新加坡？等陣，我就看到這。人咪是大兵兵。我看到這物件是安到底新加坡誒馬來西亞嘅人嚟在咱嘅 show 嘅時候，冇 video 嘅。你使能見到人嘅邊咯？驚輸，驚死！係咪真講？等，真講，一人講，喂，一人講，真講咩？我問你，你這個放去 YouTube 嘅啫哦，你新加坡人。哦 ，OK，要整下 trigger 嘅，我才能講。trigger 嚟講 trigger 係咪 trigger？呢樣唔聽福建話唔是咩？OK 啦，咱講好嘅物件新加坡啦，新加坡嘅政府有影是有料。我是感覺等會講 trigger，我俾聽 trigger。特別其實 sometimes 是 double edge sword 嚟，伊人做好就是講伊冇事麼？冇辦法嘛。就是啊，就是 double edge sword 咯，就是你按香港伊攞邊，伊要做按香港邊門通講，下邊門通講，你 trigger 係咩意思咧？你就講到新加坡樣是。yang kau yang attack ia sami ha anta trigger misu 就是講阿蕉你講想講嘢派話嘛對唔對 trigger misu 我巴魯加自控你將人別使講新加坡伊是講等我聽阿嬷樣是看到阿嬷是邊樣較懸一級，所以伊人講伊樣不要緊。但是巴黎亞洲人講伊咧樣就起行啊，是唔是？香港。Yep。哦。我哋寫嚟。黐線。佢講就是係乜嘢？誒，我就睇出見我豆啦，唔知係咪新加坡人咁白見我豆啊！我到佢都掉睇出見我豆啊！真係。好啦，你部 camera 屬於部 prioritize connection。出見我豆。這邊係 CCTV 借㗎，英國嘛借，特別講下 OK，so 你講到啲好嘅就對。CCTV 你咪是講because 有 CCTV 有可能會較安全啦冇？特別伊本 Big Brother 啦，Big Brother means 伊個成啊，新加坡係 Big Brother 嘛，特別。但媽媽同我講過啊嘛，要讀緊。嚇，所以 Big Brother 特別你特別伊國家呢細，人呢濟，伊特別 control 嘛，所以特別 Big Brother 伊個 survive，但是冇 Big Brother 可以唔 survive 誒對。
了咱讲新加坡虾米物件啦，是新加坡是人很无甲多鸡。对咯，温度嚇，你温度新加坡人有嘅物件係咪？蝦米是我咯，我真有温度嘅咯。嚇，我有可能我朋友是唔知，人有可能唔知，我是想要做新加坡人過做馬來西亞人嘅。你學我落嚟實係比起來話啦，你講你學我跌到嚟出事嘅話啦，你學我勁啦，陣時你學我勁講，陣時講女仔覺得出事嘅話啦，佢係出事做馬來西亞人，嗰時做出事做新加坡人咧。我小不免笑，我是温度啦，我小不免笑，我是會温度咪係 jealous 咯 ，jealous 嘅 envy 咯。然後我是小不免笑，我就愛做新加坡人嘅。我知道你本身嘅，我唔是講我無晒樣變靚無數咁嘅，你些唔是咁意思。我是感覺我自己更加想要做新加坡人嘅。因為我感覺做新加坡人對我嚟講是真歡喜嘅事嚟。有理由嘅嘛？我是一個安怎講？我嘅想法是安尼款嘅就，這個社會咧，大都是無類人比有類人濟，達到嘅。好料嘅人，但都是比無聊嘅人較少嘅，達到嘅就。這個社會是安尼款嘅就。我是，有時候我就是我俾安尼拍片，我就骨力去做工啦，我係去Korea，嚇我慢對去檳城咧，唔是講檳城無好就先咧，檳城有真濟所在。輸真濟人，就即係呢啲事實嘅，人未使無成績嘅，就即係事實嘅。但你些政府做得唔好，人本身是不是事實嘅就，所以我是強調客觀嘅所在，白起去迄種嘅人就，我唔是講真野心真大，特別我感覺講呢個社會是咁嘅，但是講你無去談這筆類嘅話咧，嗬，別人就會談伊了嘅，係啦，你就是永遠做你無類啦，我是咁想嘅。我想我是安尼看，阿龍安尼款嘅人嘅，所以我是真係做新加坡安尼人嘅 ，because 我有當時我看我啲馬來西亞朋友啦，哇就真係一個節節啊，讓賺50塊啊，就歡喜啊！我心裏想講，節節賺50塊是好啊，我嘛是會使過日子本，別人就節度對半嘛是5塊錢，你直接食飽了嘅，啉酒水本是5塊錢啊嘛，特別我就想。我40歲點先不是人哋款，我50歲點先不是人哋款，我只是人未進步咗，所以我只係教新加坡嘛。你係叫做 island mentality 對咯，我就是覺得新加坡人一件事啊。Along the brain 比較 efficient， is 像 OK， 像個 engineer 冇是安款嘅，你有安款 limited resources 啊，你特別 maximize 啊，伊嘅想法啊，都是安款嘅，人未使了。人會行咗濟，人特別行咗濟。但是講你像 engineer 嘛，你第一 number one 第一 cardinal rule 就是 maximize resource 嘛。像個我人嘛係安款，累是你安怎可以變快會用 ？because 啊，累啊，做濟本是無夠嘅，就 because 咱嘅人像個伊講嘅款，人迄個未無夠嘅人，欠用嘅人，迄個老人真正濟人愛欠用嘅物件，所以你未使省。你特別未使省對，要記住。你會先越大呢？你會起個越大呢？啊，你講起個越大，你是用咩物件嚟算？嚟講啊，就是講唔了有下啲機會，學你啲嚟認證啦，OK？做 politician。嚇，唔是講我就 simple 啲嘅，你學我，你世界，你學我就 simple 啲嘅。我當然市裏邊，當今我42歲咯，今年我是市裏邊小條講咧，我當今咧特別有一筆累，我買做工嘅，我是很少嘅。你學我有一筆累，免做工，我不會使慢慢去跳，我抓字，慢慢食，慢慢鬧嘅話咧，我是唔要緊嘅。問題是有一 safety net。對，我是為咗 safety net 嘅。老實講，那是有一個機會帶你認證啦，對。所以如果那是有機會，你未放迄個機會，你繼續愛行迄個機會啦 ，right？ 所以那講大機會，你梗係你認證呢？一個我聽到你那邊是電視機嘅上面，我聽到電視機。我冇咩明白一個嘅你問題咯。你叫我去台南辦會，我當然是冇做嗰物件。你叫我去海外朋友海外出來，我冇做嗰物件。你是咪你看？let's say 講啦，你當今拍片是為咗要吹彈，你感覺到一筆嘅累，還是一個生活咧？是你感覺到講數學教嘅啦。OK，但是講用累嚟算嘅話咧，韓國累20嘅話咧，就是US dollar 2 million 咯。你那是講2 million，你到
你幾回咧？特別你看到幾回本嘛？你幾回？我是希望是你睇啦。OK，但是講你是用按你看嚟算嘅話咧，我是希望講50回整，我有 US dollar 2 million。2 million。有，你就退休對邊咧？我就退休，我冇拋水對邊咧。阿龍，你講你講啦，你9-50歲時啊，你家己你個來變個5 million 啊，我都就你按我哋人贏錢。我是冇騙我本在。我本來，因為我有 goal 嘅嘛 ，life。因為我有 goal 嘅嘛，我係會進步嘛。你 goal 啊，你看你人啊，你 personality 未變嘅咗，你 goal 啊 ，is a moving target，你是 moving target。特別我唔是真係變嘅人，特別我就是講我揾到新加坡人是點樣？新加坡人行樹嘛，咱佢就講行樹個行死啊，對，問題是，我是裏面少啦。咱人馬來西亞人啦，咱檳城人啦，上個樣安尼行樹都好啊咯。特別是咱冇行咩咯。特別我是條病了。特別好冇好呀？特別好冇好？把冇頭零頭冇我俾講嘅是，即係其實係隔得冇羅邊通講啦。你特別我是感覺到，當叫我較老了嘅事啦。我有想到，我本是上個阿龍啦，我本被 safety net， 我本拍拼，特別我感覺到嗬，我哪老啊，我成個哪唔知是較看開家，還是係咪啊？較變做我無成定當來拍拼，我本是有被吹掉，成日講我被退休嘅時，我被成日講comfortable 嘅生活，未講上坎坷，我愛做物件，不會做掉啦。成個我當今嘅生活，我真滿意當今嘅生活。特別當今我有 active 嘅接食喎，我係攤累喎，特佢知。特別你無做工，你退休過嘅時，你特別 maintain 咗當今嘅 lifestyle 係，我特別 make sure 我燒掉可能累。特別有隻隻人係是當今嘅 lifestyle，伊人個無馬著過啫。我其實真馬著咧喎。我若是講我用當金我賺嘅鐳，我把當金燒掉嘅鐳，我把到會 generate 上嘅那款嘅 income， 我一世人我本是真歡喜嘅。所以你就愛賺得濟啦，當金 generate， 啊是燒較濟啦，燒較濟嚇，燒。唔免你用濟啊，你會 adjust 嘅，人啊。即係我 financial 我未聽講 financial controller，I mean personal finance 咧。我老實甲你講啊，你也是看人你 personality， 有個人來我講伊特別5 million 啦，3 million 啦，我先至想啦，你安尼看你生，我你500千就夠啦。那有個人啊，伊講哎呦，一個 million 就夠啦，我先至想啦，你10 million 都無夠 ，because 你 personality 是安尼，我若是講啊，你無像個古早我嘛是安尼啊，對，特別有安尼，特別有安尼，特別有安尼，哇，49歲就未做工了啊！你嘛是教我，你就 adapt 你新嘅 reality 啦。所以我是對你我係個 practical 嘅啦。Instead of 看到一筆嘅類，你是看你嘅生活，你愛你嘅生活安怎？所以我當今我嘅 mindset 啊。你會想講啊，你想古早嘅時啊，想 OK 啦 ，travel 啦。哇！特別安尼 how many star 啦，特別安尼，了你關係了嘅時啊，你感覺 OK 無好嘛，係本好，你嘛是真歡喜。你特別 mindset change 咯，你特別換你 mindset 咯。所以若是講你心啊，若是講你唔是像有個人賣，伊像就是我是講，你是看你家己人，像有個人伊若是愛迄個物件，伊賣啊，伊就去搶，伊就去拍搶。若是講你唔是安尼款嘅人啊，你賣啊，你家己會 adjust。Maybe 是6個月 ，maybe 是1年。特別我老實講啦，我做安尼款做這行啦，我一路來就是做這行啦。我感覺啦，你是看你嘅人啊，若是講你嘅人迄種啊，唔是歹嘅人啊，你袂 bankrupt 袂半行 ，because 你會知講你 limit 是到幾位。若是講你是，特別唔是講歹嘅人，有人是唔知講咋，即係人無 financial 嘅。伊 selfish， 伊心是想啊，我愛，我無插講你，我是貼你物件。特別有人伊唔知講伊 deplete 伊家己翻，你知哦。伊是想講哦，我直情講哦，伊無想為我知講我白人啊嗬，你會知講伊人唔是想講調調講，哎呀我無插啊咩物件，伊無你 concept 講，你無想咧，你 bank 是安尼一類，你用家己是了。
伊无去笑呢，遠嘢你知哦。你拿笑臉後，你更加遠個，你更加話講，哎呦，我那股。你這是頭一步是伊家己累開個了。了伊若是講啊，伊是安尼款嘅人啊，伊就是想辦法了，伊就是開伊嘅爹嘅累，伊嘅媽嘅累，甲是啥物？安尼款嘅人啊，我拄着真濟啊。有陣時咪講啊，你一看伊看，你就知，你知講。等陣 ，boss，我背，迄個，即隻好，即隻 generate 隻字無成特別。我背講，或者我嗱你起來了，講about。咱收累加 planning， 咱嘅咧，成講咱嘅 personal finance 咪嘅咪？會使。OK。我係講就係你看嘛 ，because 你做慣了嘛，我做咩講啊？是啥 presentation 咯？唔是，嗰粒 presentation 冇上啊，去有你是去學堂。像你我係 volunteer 講啊，就是安尼看 ，because 你去學堂，伊無教你 financial planning 嘅咗。你我哋真濟啦，真正起成真正搞啦。特別不使嘅累個了，我是講有個人真正搞，唔是講你搞無搞，還是即累嘅頭路啊？你未曉錄，而家只是未曉錄唔曬啦。because 你做關係上，人嘅 personality 嘛，人 attract 人啊，上個人嘅嘛。แล้วตัวก็สบายสิให้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ก็แล้วสิสังกัดว่าใ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อารมณ์ในความในหลังแล้ว typical type A personality ล่ะภาพเปลี่ยนในความในหลังมาสิเปลี่ยนว่า specialized area คืออุ้ยอีสิอีหลังเลยช่วยรู้มาอีหลังใกล้เสียวเขารู้มารู้ตัวไม่คิดช่วยอีช่วยรู้เอ้สังกัดก็อุ้ยso ทำให้ executive กันแล้วเลยIT อ่ะเลย Waterloo ไลน์อ่ะตัวสิใกล้เสียวเขาว่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แบบอีหลังเนี่ย就是講係講嚟我做白了嘅，加工下，我是講阿 John 是講，伊要 maintain 伊當今嘅 lifestyle， 伊退休了，伊嗰時袂安尼款當今伊真係滿意，所以伊袂當今上加當今安尼嘅 lifestyle。That means 伊當今賺嘅錢，若是 budget 伊袂 auto generate， 伊就袂賺安尼嘅 lifestyle。伊講安尼，所以我知伊樣話你講，特別啊，阿 John 嘅 personality 啦，我參這邊啊，大概4個月啦，我當時去看人客嘅時啊，你得搞啊，你得有點聲。是20分鐘啊！你特別 size up 你 customer 真正快，你人啊，無好你真正點先咗。你看伊啊，你特別你特別呀，你特別 size 嘅。所以你安尼看你 personality 啊 ，John 啊，你死了時候你定着有累嘅，你定着老累嘅，because 啊，你嘅 personality 啊是驚死嘅人嘅。所以你若是愛發情美金啦。你定着是啊，小變了，你有 margin of error， 你有 對，你搞，我是成日講係我聽到知道我暑假特別我咪講實際我不知個 share 不知人講about你 finance 是我個 share 個是，咱嚟講新加坡對。新加坡個後面物件大啲新加坡人，你俾 address 俾講關係跟新加坡嘅物件係咪？係咪物件？介紹人教員，講你政府介紹人教員嚟做 matchmaking 嘅，你真係 interesting。伊唔是石鏡嘅 plan 咩？伊好路伊 public matchmaking 啊，有兩個啊。for 新加坡啊。我政府嘅，咁我是有聽過古早政府開蝦米啊石鏡嘅 plan， 因為伊感覺新加坡無夠人啊，是。當然是伊個路最拍多了 ，because 伊感覺伊未生囝嘛 ，because 伊都無 partner 做去生囝，所以當今嘛了講這查某無夠因嘛，了上伊老了伊生囝未啊。แล้วอีเจ๋งว่าตรงนี้ตัดได้แถวแล้วเถอะตัดได้แถวเลยNew Citizen 入嚟啊加韓國上咯伊嘅 culture 嚟說emphasize 㗎了特行你愛用嘅啊㗎了是水嘅物件貴嘅物件所以特人查某特步㗎了冇是伊嘅 main priority 是愛參與愛買水嘅物件愛買貴嘅物件愛有一個 lifestyle
所以嗰啲冇 interest 愛搞伊啊，成日咧咪嘢就。Even 我cousin 大下邊做 white collar 嘅 job 啊，正玩嘅工錢啊，伊咪是40幾歲呢，加成嘅。伊有 long term 嘅，特別下個月是伊個 boyfriend 其實係古嘅 boyfriend 新加坡人嚟，有時特別伊人咪是大伯伯。特別伊是老教，伊是因為伊要為拍片談對家，還是伊類嘢去開 step to be status。伊面子講開類，伊是愛片咯，伊做伊 career，everything。所以是為咗拍片嘅。嚇，伊翁本是安尼，伊翁本是安尼 construction 嘅 family 嘅。但係你講到我想到就是我捌新加坡嘅人，也是大新加坡真久嘅人。I think 唔是講近嚟新加坡，特別我新加坡先 start 啦，然後馬來西亞當然冇啊。就是講直接看票頭 status， 看你地位。伊人真正屬個票頭，因為伊票頭唔是講伊是要哇，你要互人看你要稱嘅呢，特別伊票大大，你互人知講你會成功嘅，人講話 discuss。特別我感覺考冇呢大，考冇呢大，伊無冇咩大。你好笑嘅，係咪嘅？有咧係我覺得是 empty vessel 嚟，無靠好拍。我是講考冇呢大，考冇呢大，咪稱係大嘅無啦。你知唔知新加坡嘅 bankruptcy 哦 ，file bankruptcy 嘅啦，是伊嘅 rate 是真高，咁了是20出回 over 嚇。你是安怎啊？我就是有知道你你講我鑑攝本好，我唔是講100%鑑攝，特別我只驚死，你講得真正對就對啦。然後我感覺對好，即唔是新加坡啊？我講馬來西亞本好啊。最近啊，講 the last 10 years 對 maybe 15 10年10個年裏面，我感覺到嗬，安怎人伊人會在掉 afford 伊人開物件？你知唔知我對馬來西亞嗬，我已經開美金啊！然後我冇感覺貴咯。我去 Starbucks 啊，連隻牛角表我都唔敢啊！我講，我冇唔敢。你意思成個美金啊？我對馬來西亞我就是要寫鐳嘛，做咩事佢開上借鐳喎？然後我成日講，我今日去對馬來西亞，我是去食經濟本是較便宜嘅，我食麥當勞，還是去食阿面子阿面阿摩店咁樣啦。所以我就是我感覺到嗬，安怎人會開呢這類嘅喎？然後一個係買車，買 Mercedes 啦，買蝦米？我換 Honda Civic 啊，我換 Honda Civic 到美國個無掉 tax 啥物物件，我都真正歡喜啊！你可唔可以叫我開？你問講我叫我開個比較貴，成個較大頂 SUV， 我心裏頭就聽，我想要教人安怎啊會開呢這類啊？因為我唔使講伊樣有特別樣教賺內本咯，啦啥？伊樣只教成個講做群眾工，下邊過去賺黑數啦，曬黑數啦，過去做賺這邊賺那邊，有可能是安尼款啊！你樣解開掉阿婆，就是跳類，有可能是收縮嘅，冇啲 game。係咪 game？冇啊，佢都講啊，我係 cousin 啊，你講 materialistic 哦，係 scam 嘅 game 啊。特別以前一邊咯，有呢是 type A personality 哦。我講一做講緊呢，這啊，伊嘅即係夾夾，伊嘅 husband 唔想佢只做講嘅，所以冇享受嘅，冇嚟講愛去食飯啊，去 travel 啊，冇嘅喎，因為佢只做講嘅喎。特別就是OK，that's why priority 我較老嘅時候，當今我較感覺到，我個會成日看到講 OK，what is 小朋友講，學嘅話是一條就睇，我係 quality of life。如果你生活好呢，是你安怎講？你生活好，我感覺到我係生活好，就是成個當今我係生活，我是感覺是真好嘅咯。我明講個誒 ，of course 就是我調買表，係話750 million 成定正賺嘅，你包包咪骨頭。of course 我愛啦，特別我你幫我那款嘢，英國那款我一世人被講嘅談只這裡本好，我本嚟真歡喜嘅，我個老誒。有冇做了啊？我特別其實講，我講唔是講，我係成日話唔是講我真正 lavish 嘛。
I mean 攏在我攏對我 social media 咪攏會會看到我第一件我開類物件是 Apple 物件。Apple 特別攏看我無一卡有票嘅物件，我第一件有我係票頭第冇。蘑菇，哎呀，真蘑菇無來，不，我係票頭物件講，我有票物件，第一個是 Apple 嘅咯。對我嚟講 ，Apple 唔是講票，我 Apple 是用嘅 experience 啊。用嘅，I think 我明白你講嘅物件啥，睇下我可能我 already 看開啊，係 ，it's like material actually 對我嚟講係唔是一個 status 係咪？我感覺到有陣時有啲time我甚至是我走去我 friend 樣。chip in แล้ว我自己 top up 買一個iWatch 啊，但當時我想要買 up。我覺得東西啊，新加坡人睇出。做咩事？新加坡人唔是一樣嘅，嚟新加坡人。啊，我同你講，阿叔呢？同埋 complain 啫嘛，頭 downgrade。阿蕉講咩？阿蕉？你需要 5G 哦。哦嚇，唔知啊。新加坡喎。對喎。講馬路是講 pension 還是講新加坡？新加坡 5G 啊！新加坡 5G 啊！新加坡有啊，新加坡有啊嘛。我看到拍廣告 for 5G phone 了，所以應該有，還是 soon to introduce 了咯，應該。你馬來西亞still 係 limited 誒。冇，我到新加坡嘛，所以我看到 YouTube 有 advertise for 5G phone 了嘛。嚇，即係。嗰隻條塔啦，新加坡有了。啊，你嗰隻條塔了啦，嚕。係啦，別使過時，新加坡我嗰隻出奇啊！人哋 CCTV 啊，伊係政府頭聽咯啊，係咯，政府聽都別動噶，國國。或者有 5G 時，你本無彈牌，你 4G 不對，你 LD 唔是，得較差嘅 LD，你 3G 啊，3G 啊，你，係你 GPRS 啊，GPRS，我都讀喎。我妹來489，我妹大新加坡嘅人啊，是唔是有影醫生是少人嘅所在無？rumor 來啦！啊，咪叫我無明白你講咩物件？我無明白。醫生是一個真正 scary 嘅位來，the most scary place in Singapore because 唔是，啊，伊有人，哈密樹發生到嗰邊，啊，有啲隻 case of 拍死人啦，torture 貓啦，torture 狗啦，誒，窒嚟㗎，窒嚟嘅啲嘢。啊，只有幾個無好嘅物件喺嗰邊發生啦，所以人一隔一個 rumor 講話，你們原來係嗰個一個正危險嘅位。你變咗奇怪，喐到時都是發生啲醫生嘅。你轉你醫生就係咪先 Florida 哦，新加坡。Northern part close to Johor。新加坡。等489妹。因為我嘅媽是大醫生，長大安怎講啊？大漢嘅啦。then 我妹無講有蝦米少人，還是蝦米都是無影嘅啊。伊是安尼款，你再等到 before 醫生 on 嘅時啊，安尼款嘅 news 嘅時啊，特你講活人，因為蝦米說迄邊有隻少人經，特人講活人人少嘅。哦，但仲人不單。但用人不單樣叫 Woodbridge Hospital， 特你冇講啊，我哋那邊 Woodbridge Hospital， 你安尼衰嗬，即幾年即兩年裏邊，蝦米事冇發生到醫生，所以人變咗一個。你派名聲氣。啊，你新加坡人講 Florida 是 appendix of America， 係掛戲本唔要緊嘅，是講。伊變咗特有 case 樣了咯，講是醫生咯，就是變咗你講。我哋新加坡冇講只正面發生嘅嘛。So because 合併是 slightly 較濟 case 咯，所以人是講哦，合併是較奇怪嘅，actually normal 啦，我冇奇怪啦，冇死掉啊 ，we didn't get murdered。我唔驚normal 啦，伊成個新加坡本來，伊是怪普通嘅位啦，即係joke 來嘅，冇半。啊 ，it's a joke 啊 ，it's a local joke 啦。我俾聽人講大啲新加坡嘅人啦嚇，講大啲新加坡嘅人，有人本身，I mean 講大呢幾年嘛。人隔了大兵食幾年啊嘛，
你絕對是有感覺到好嘅物件啊，無好物件我俾你變化，即係蝦米物件加人即到馬來西亞。convenience，咁以前嘅 convenience 啊，正。但我差幾條講。所以我人大無久啦，I think compared to 別人，我人大第少第嘅時間，我人大幾年？自從一起離台灣過來。是3年幾年啊。所以正要緊是真水厝。所以是貴啦，因為我一個月嘅厝稅是貴過我嘅 Malaysia 嘅mortgage正貴。冇 actually 這邊嘅收費嗬，你使講收費貴，伊是干那厝貴呢。但係 actually 講起來收費嗬 ，daily expenses 啦，我感覺啦，我比 KL 加版機，比 KL 加版機呀，對，我喺新加坡時我 found out that actually 新加坡物件冇貴嘅，只係daily expenses 是只版機嘅。OK 咧，係所在啦，版機就版機只係。你問佢 action 啊，要食物件要人看，要去有冇擺有招擺店只喺度 OK 啦。冇啦，新加坡是公司出嚟，我係 key， 人識叫假數แล้ว rationale 係咩 business opportunity？ 只公司坤馬里就叫做變叫。新加坡一部好是 among all the first world countries 啦。你識開 video 你人，別看到 video 人啫。唔係啊，等你條踢出去啦。咩啦？你都冇開 video， 冇呢度冇開 video 就冇吞踢。你冇開 video 嘅時候你就踢啊！你就係正位看你就出來反正裝。OK， 佢剛才邊佢掉嚟。所以我感覺正好一部是 among all the first world country 咧，伊是 one of I think as far as 我知啦，伊是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你會食 from 真便宜。3塊 SGD 一頓就食飽了嘅 until 第一季啦。對。A few thousand。等陣你會使我講我聽，比如講你講你3塊新加坡鈞是食蝦米物件咧？食飽嘅物件。3塊半會食到一半嘅actually 第一班機嗬，2塊半有攤食一半機票。但係你食幾啦？2塊半了幾杯，迄個 MRT 嘅，你知 MRT 邊幾杯啊？2塊半了。certain place 係貴遠嘅啦，伊貴桑卡拉嘅啦，像個 Kranji 啊，正正遠位but 像個大灣嘅位啦，我位貴 central 啦，我大貴我down。頂昨暝呢，今日早起呢，我食一碗雲吞麵，食會飽嘅3塊半呢。是啦，差不多正4塊幾新$啊！你 even 都大啲即係咩啊？我破時啊，你好隨所在食係掉啦，個好食啊！你知誒，了我大 CBD 較久，我當然 work from home 嘛，較久我大 CBD 做工嘅時，4塊幾5塊會食一頓骨巴啦，就mixed rice 啦，經濟盤，你都比較4項菜。我想問新加坡有咩叫？買梅。多新加坡人啊！讓有小青魚，小個小馬來西亞咯。有只搭微博，我搭微博排隊嘅微博啊，嘢 draw 幾 million 嚟講啦，多啦，咩啦，後邊啦。等，我俾聽等陣這裡怎麼做？主你講咩？我講伊若是伊 draw 得到真啊，驚輸 mentality 啦，對對。真啊，一人去排隊。也補就大啦，係真係一樣紅包 draw 嘅事。OK， 先差幾條就去講。我感覺唔是驚輸啦，伊是當人，借當人嘅輸，Chinese 嘅 gambling 嘛。媽媽估嚟啊！你聽你名了。哇！你未當嘅機會，媽媽估定得唔是到新加坡呀？我個掉他出去啦。錄掉。開 video， 你冇開 video 嘅時候，媽媽估啊，你定得唔到新加坡幾本呀？媽媽估做嘢，媽媽估不到新加坡誒，依家講新加坡媽媽估冇聲嘛，你個去做下，差佢條講，了你講。我有一項物件真 surprise about 新加坡是，我唔知有影冇影啦，我係朋友是甲我講嘅，新加坡無 car theft， 我人家了叫咯，咩啊？新加坡無 car theft insurance 嘅
因為冇人頭鐵車到新加坡。哦，啲小嘢，啲小嘢。啊，係我 quite shock 啦，跟住啊，有嘢，安尼看呢，比如講冇人。新加坡 NSA 啊，伊白記扛啲車，伊 window wind down 嗬 ，overnight 嗬，伊白記都就，另外 window wind down 鎖匙拆掉啊，買早起個車嗰啲。แล้วว่าฟุกกอดว่าตัว CBD ไอ้ฟุกกอดล่ะว่าบ้าของกวยหลังยัง用 tissue packet จมอุ๋ยมา是啦ว่าบ้าของกวยนอหลังยังไอ้ handphone จมอุ๋ย yes so is that safe 啦 so I felt that 真好啦真好大啦我朋友真見到新加坡嘅but我感覺我本身感覺真好大I mean 新加坡伊係電話被抨擊嘅，因為 attract 到伊唔介意啊。新加坡就你手機掉，唔介意啊。honey pot， 伊係介意你愛高嘅香啊，高嘅病啊，只要未走嘅啊，你邊你邊方都看得到。伊啊，你講啦咧，你問下間嘅電話。阿蕉咧，你做乜事到新加坡？但了確定博嘅地講，你到新加坡，你按幾年啊嘛？你到幾年啊？10個年。啊，你到邊？你特都是有好嘅位，你甲會到新加坡嘛？แล้ว你拍攝，你是OK，所以是有累啦，賺到累濟啦。แล้ว你是退休，你是不對入邊人退休啊？冇啊。嚟講下。講下面。下面嘅好啦，你到新加坡咧，你就是有好嘅理由，你要當兵大啊嘛。關係啊，我正好是 because 我good你看過你冇 video 咩？你是 PR 還是真係？我是 PR 啦。แล้ว我這邊去 travel 對邊呢個方便，你去到咯，會出國本方便。啊，特別咧，不如我差唔多一年冇對邊呢咧，我怎講啊？所以因為所在細嘛，所以無攤 travel 是真係艱苦嘅事嚟咯。你咪去醫生咯，醫生咯。當經Jurong Bird Park 2個半呢 ticket， 呢個 normal price 32塊 SGD 當經2個半。哇！新加坡人變咗去啊！特別我嗱係冇物件冇 travel 嚟使去看 Bird Park。個有即個呢咁啊博劍點樣講咩？哦，我一個故事。我嗰陣讀冊時，我捌到我嘅朋友啦，有三叫兄弟啊，伊人是新加坡人嘅。然後伊嘅第四項嘅叻啊突破伊成日歹死咋？伊甲我人講啊，伊到新加坡嘅時啊，伊甲伊一定朋友啊，伊人講伊人 make 成八格啊。make a bag 啊，講伊人18歲，甲落嘅點聲，甲細漢嘅點聲，伊人做歹嘅物件，所以伊人有一擺着掠着啊，伊甲人講，伊頭鐵人嘅車 ，enjoy ride 咋，去換來換去，然後 police 掠着，然後伊人，你細小歲人做安尼啊，因為伊人講，比如新加坡啊。你18歲甲落啊，你做歹嘅物件，伊無接 record， 伊無接 permanent record。我哋咪 try。所以伊人做個了 funny 嘅物件 ，because 你在新加坡，伊 law 是呀暗嗰啲嘛，伊 safe 嘅嘛，所以人安尼under 18嘅時人做安尼。所以咪 try，後尾去 try 去過啊，不到未使。伊人就掠着咋，嗰時特別你在伊人講下面，because 伊人個了笨了誒，就講就掠着 police 掠着。人家了咪講話，伊人唔係講伊每個女朋友最做下面，伊咪個即係馬達講，個了，所以個了，even 都有隻 maybe 人寫講伊頭提車係咩啊，但係冇 really 有 consequence。哇！太有新加坡啦！Juvie case 咩？Maybe 有啦，但係伊上個講成無咩物件 happen 嘅呢，因為伊 juvenile 嘅事，伊人掠到伊一刀呢，
啲人個做唔賺咪貴個啦，嚟。我講無價 death insurance 呢，你講人頭提車係死。好啦，你是唔是等人？嘢成一樓下，呢度實。你是唔是等人？啊，伊是一半等人，一半阿嬷。你看咯。tapi 伊人是新加坡人誒。Tapi tapi 即係淡薄阿嬷 mentality 淡薄，伊淡薄你 Western 嚟嘛？等人大啲邊有 Chinese privilege，這是一個數字。Chinese privilege 係咪講係了？佢哋會俾聽毛毛菇講，伊到新加坡。上個到 DB 講，上個 B 講white privilege 啊。對咯，上嘅咯。OK。如果政府是等人嘛。所以像我 as a brown person 嚟講，你會按照講啊，你較坎坷。係啊，我係 friend 講啊，講casual racism 加前一隻一啲樣嘅特別係講你是阿毛人嚟講，你個 status 關係本嚟啦 ，automatic。是咯。嗰個冇上啊。哦，特別係阿毛人就新加坡啊，是雲南咋，雲南見嚟呢？civil service 啊。是啊，政府嘅。講伊人嘅 defense 啊，伊人馬達，伊人嘅講下你個 safety 嘅物件，佢了是雲南，冇等人做嘅。係咪數咧？因為冇交關嘅做緊。哦 ，corporate 嘅類。談嘅係 private sector，private sector 嘅。你能講 general 嚟講嘅了 ，army 嘅 general 嘅了就是parachute 去做 government 嘅咯。冇人講喂，雲南嘅朋友講啦，雲南別使接 certain department of army 嘅嚟 commando 啊，就。那意思 reverse Malaysia 打咯。比如你是講若是拍戰啊，伊雲南會佔side with Malaysia because 雲南。that's the 是嘛緊。So我感覺呢邊嘅雲南比較 Malaysia 嘅雲南上啱去嘅啦，but it's just that 呢邊嘅 army 就驚啦，驚。呢邊嘅雲南是屬做minority。我係每度人啊，大新加坡嘅人。我嘅 friend 有幾若叫甲我講嘅啦，伊新加坡嘅雲南人啊，唔要講雲南話，對唔對？對。較少年嘅。安尼 pronunciation 安尼準。我係雲南話，我係雲南朋友姐姐。雲南人佢咧講慘嘅 English。Because 我係講冇講樣嘅嘢咧。我講雲南話啊，點都話冇話。等陣我講到即係讓起手條嘅人啊，起手條嘅人除了零頭我一條是唔是攏要講話？但係我問 question 嘅時候，所以當佢我在哪裡？那是講攏是會亂講什驚？我什驚？我會亂大新加坡嘅人亂在三兩road 得咯。我知啊，大嘅呢度 India 邊嘅，Jalan Besar 邊啊嘛，古早我到嗰邊72年嘅時，嗰邊最出名，個 Desk Road 最出名係咩？係咪咯？叫雞，係咯。唔是雞lang咩？古早都嘛是話佢 Desk Road，雞lang是馬路。Jalan Besar。Jalan Besar 邊啊，古早是New World Park 嗰邊本嘛，對冇？แล้วSerangoon Road 是伊隔壁嘛 ，Jalan Besar 隔壁。because 話古早到嗰邊72年嘅時啊，係嚟時。樣叫芒架卡。嗰邊真正歹位啊，真正歹位啊，李冠佑也未管過啊。嗰邊我到嘅時，我教我朋友去到嘅時，一個房間100塊。新加坡嚟1 month，你叫幾啊？哇！冇，係你是阿妹邊度 shopping 啊嘛？嗰時我嚟除咗啦，我去梅魯啦。係，我諗大邊一個房間啊，100塊一個月，我諗10幾人㗎啦，一個月變成幾㗎啦啩？Yeah, that time 72年咋？係咯，72年100塊真係正啊！三兩road 喺處是4站，即係3、4站 still 啲我去看啫。三兩，
但係是住大邊啊，派件烏龜頭嘅我人嘅。哦。阿邊是只，阿邊是蝦米來？烏龜頭是蝦米來？偏烏龜頭啊，食老拖啦嘛，邊啦嘛。哦，OK。所以阿邊是係啊嘛。阿邊國家是真正硬牛嚟啫，嘅人是。嘅人國家是冇啦，嘅人是國家是硬超嚟冇硬過，黑冰就。哦，你鬼叫做嘅人，你是嘅人嘅時候，成個你嘅人。啊對，嘅人是 from 咗嘅人嘅。哦。當今嘅人gentrified 了啦，真hipster 有啲 hipster 為了，都真前期啦。假設中國人邊，我俾叫即係呢個令頭我講咩？頭我看到一個嘅 sign 咧，我唔知叫嘅 sign。令頭我講，我就我是嚟講，我除咗工咧，我到hostel做工。你到底到底做工？到底 hostel 去做啊？你大下邊 hostel 做工？叫 hostel。哦。邊咧學嘅那邊啊？你到底 front desk 啊？我 front desk 啊。哦 ，good job。Batalin Street， 集中街會。集中街 ，OK。away from 集中街啊。誒，你咪是好咯，你看如果 international traveler。hostel 啊 ，hostel 啊。你有成外國人，成個阿嬤。哦，你咪好咯，你啱咯，你就個大個呢只會講嘢。你個嘅人。Ah, ngam lu. Where is my suit? Anyway, back to the Singapore topic. Sorry biarkan Kyung Hee update orang. Cái con mi ai mùi. Kau apa mùi sila ko? Apa mùi Mama Girl? Ni so. Mama Girl lu tinggal到新加坡時啦，你到新加坡時，你感覺對新加坡係唔嘅好咧？邊個人？冇好㗎啦。來了，下面物件無好，一項冇咩，毛毛菇。冇啦，你開 video，有開 video。你無好嘅是 neighbor 咯，得隻。neighbor 咯，你只係看嘢。下面無好。你試到嘅數咯，你隔壁下面數冇人係插你嘅咯。你都路啊多啊啦。แล้วtapi lu si to Singapore 就係你。新加坡啊，過6年哦8年喎，8年，即係你到下邊時，你成日講話對去馬來西亞對邊度嘅時有 miss 嘢咧，物件。有係咪物件個？你係咪物件？你想新加坡咧，你對去邊度嘅大咧？你 miss 嘢。Miss Singapore，Miss 邊度啊？冇 Miss Singapore，班正規 Miss Singapore 少年八錯面咯，八錯面，講嚟講去會八錯。嗰時只啊，咪講啊，新加坡嘅班正規真係好食嘅咧。係咩 ？Sorry 啊，邊嘅好食，Sorry，你哋最講好食，邊嘅好食啦，你哋最講好食。是啦。是啦，那個好啦，我知啦，但係伊未派，我飛 KL 嘅。我講 KL 咪 OK 啦，咪對 KL 咪嘅咪 compare 愛車咪嘅 compare กับ邊呢 ？Otherwise quiet。就是我講邊呢嘅物件嚇，咱前面講嚟啫啦，我本無愛梅之類話題啊，講讓 compare 個新加坡嘅邊呢嘅物件好似冇隻啦，咪講啦，你把佢第一時咱講起啊，當今我俾梅啦嘅就是，你講感覺到加拿大新加坡嘅即係對物件係咩物件？好似啊，八錯面哦，是米卜咯就，米卜啦，八錯面高。米卜咯，我就是家己。他哋雲南嘅鬼是叫咩啊？飼料啦，他哋客家嘛滿奶，多。伊是叫咩鬼啊？他哋椰一粒飼料咧。onde。伊只個布魯，只 piring 呢款嘅啦。只布魯 piring。唔是啊，少個唔是啊，豆媽用。putu piring，OK。馬來西亞，因為邊係好食少了，伊嘅真係好食，真係好食。
我係講一個物件，我食OK， 別款，別款。OK， 我係講一個物件，我喺新加坡真喜歡食嘅，就是新加坡嘅糯米。我感覺新加坡嘅糯米較好食過檳城嘅糯米。差唔多成個人嘅糯米哦。伊個款吼是無講 apple to apple， 我睇未使講compare，伊個款無安尼食。特別你說你講糯米，檳城糯米。新加坡糯米啦，我較喜歡新加坡糯米。你講話邊啲冇新加坡糯米成做款嘅，我唔制。伊攞加有味，還有胡巴。哦，胡巴。因為伊這邊伊個攞嘅 consistency 真正好，伊又袂講太結，又袂講太清。OK。然後伊真正夠味素，然後伊個料，伊本是黑嘅，對。然後伊個料，伊本是面啊，是米啊，是米。是，往大，我係報咗幾遍呢。冇怪啦。你食好食，你大聲好食，唔知大好食。你料嘅裏面係，但係你講要胡巴，伊胡巴是煎嘅呢，還是安怎？胡巴是煎嘅胡 ，and then 伊做脆脆嘅。哦。成日是嗰個幫蝦子，是唔是啊？冇甲蝦子是有嘅，有冇蝦，特別黃質嘅冇蝦。你要係蒜頭炒成啦。有蒜頭。哦，都差唔多時候。香蕉。有更工哦。冇更工嘅。邊啲糯米乜都更工嘅，乜都更工嘅。糯米冇更工嘅啊，下部你慢慢。更有啦，更有啦。哦，我不嬲去新加坡時我就 try， 其實我冇去過新加坡啦。阿爸嚟新加坡時講出嚟嘅。嚇！我睇新加坡時，哎呦，師傅冇睇對行險時候對個激線。去新加坡出名是 Hague Road 啊 ，Hague Road 係葡萄。頭咯，哦，ACC， 哦，伊 building 嘅，伊成日卡當滾啊冇誒，伊成隻。伊是點啊？一個。伊成隻級呢嚇，伊成係高啊！等陣，我什麼時候我只是諗去新加坡幾島 ，maybe about 6島5島可能，但是咁我買隨 transit 嚟講啦，買講過新加坡嚟講嚇，哇 ，maybe 是5島呢，5島6島，冇可能就7島啊！我冇咩去新加坡嘅喎。我住嘅人係新加坡人嘅。是你嘅。哦，有人住新加坡人都去較濟啦。我住我哥咯，我顧另外一個哥是，伊是1965年已經去新加坡咧，所以伊是主動變新加坡人嘅。哦，阿謝咪先呢？伊是主動變新加坡人嘅。我是感覺到我真係屬於新加坡，特別我去佚佗嘅時候我屬於新加坡，我唔得大時我唔知我會。And Singapore efficient tapi 我較屬於較personality 我感覺到邊個有 personality 過新加坡，因為新加坡伊比較清氣，比較 organize 係咪啊？So 我是拉薩就講有 character 啦，唔是 personality character。對我嚟講，咪估啊！你知我朋友講係咪啊？佢哋有我係個濟人是邊個人係嘛？我白嘅到新加坡，伊人佢哋講是係咪啊？伊人講新加坡看一隻水入邊，真正 soulless 人講。我 personality 冇家己 character 呢。即係咪咧是 generalization？ 新加坡人都問起行嘅話，特別人係 opinion trigger， 特別我是講新加坡咧，我個人講我要describe 俾人聽啊，尤其是成個講我係阿毛朋友嗰邊，我講新加坡是成個檳城 Disneyland 嘅檳城。哇！住你講一條啫。因為伊真正 manicure 你個了真正，特別我唔是講唔好呀，這是 statement 我冇 criticize 講，因為 Disneyland 有 Disneyland 嘅好本嘛 ，because 現在安全啊，咩物件，伊做伊 is the Disneyland with death penalty。Malaysia 嘛冇 death penalty。I mean Malaysia 唔是 Disneyland 嘛？So it's just hell 啦。你是 fun fair with death penalty。你講新加坡 because 古早我大時我就講咧，真係派驚人食派，咧李冠佑came into power 時候，
he gave open a restriction, death penalty, kami kaleo law lah Hokkien Mee law mi kaleo. So 係驚kaleo 未做派呢就冇古家話我ตัว下邊。古家別使留定頭毛嘅嗬。冇別使留定頭毛，我安排兩隻幾刀嘅，我切掉我口個別掉。樣嚟伊講叫我頭毛我等伊啊，伊講如果馬才看如果定頭毛我ทัดรู้ตุ้ยหิมมาเลเซีย Gayaว่าbecause ยังจำ rate ถ้าเป็น area อย่างแล้วลูกควายอย่างสิงคโปร์ไทยเกี้ยลูกควายอย่างเนี่ยลูกเดียวโตอ่ะ for nothing for no reason sometimes you wait in the bus อ่ะยังหลายลำเดียวรู้อ่ะอีจะชิคโตแห่เลยปีอ่ะอย่าอีจะการลุยลุย that was Singapore before อัดลูและตรงที่ลูกขอว่าขี่สิงคโปร์ว่าตุ้ยสิ every year ว่าตุ้ยขี่ก็เจว่ามูเจ้าขี่สิงคโปร์ because they are so control เนี่ย everywhere ลูกขอใส่เกี่ยโตชิวเกี่ยช่างชิวปังใส่ to be flush เลยมีกันแล้ว all the regulations they make because the Singapore lang they have to follow so they become like a sterilized robot country เลยเจ้าtapi Singapore 以後就是一張板嘅情況。Yeah, I know that. That's why of the regulations 咪嘅了。balance 嘅了 but they have to follow. That's why 邊啲人啊，咱邊啲人，我哋出國 since 70s 啊 ，all over the world， 我哋 still pine 嚟咋。特別新加坡人寄冇去啊，變到寄冇去吧路 ，because of the laws。tapi Singapore 伊伫新加坡，因為伊個有伊個then follow 嘛。tapi 伊人出去出國啊，倒派倒派了。你真派間咗派JB 啊，因為派間咗派，我唔捌聽講新加坡人派佢邊啲人。直會講。多外國。我聽住。第一間派阿 John。Game City 啫，我看。第一出名是就是用花車啦，入海威。你看入海威新加坡車牌入油，夾油，伊粒油咧，車粒啊，冇對 speed limit 咧，直頭放個了啦。你是講你上邊入海威嘅，伊個3萬是 prepaid 嘅啫。哦，你成考慮成。哦，伊 scan 伊 plate。伊個 camera scan 伊 plate 話嘅。無伊若講有加阮來閘呢，嗬，阮特登看到誒。伊若講你拄着，成個你 speed 咧，嗬，伊馬達來閘你來講，嗬，你民族話行嘅，你可以看到一加伊彈下落來，可以累伊就走了。太衰。50塊嚟睇啊！係咪你是講食個比類啊？50塊。你咪新加坡有攤食個比類嘅咩？是咩？回來馬來西亞。哦。咁你騰下加到嚟，50塊新加坡都便宜，都加到啲騰下走咧。RM 50年啲。佢亂呀，搬起來搬山，我就17塊呢。這邊未使學個比類，有幾個人 offer 個比類一頭掉 arrest。中國人 offer 個比類一頭掉 arrest 啊。佢會唔會新加坡話馬路是唔是 ban 佢啲 electric scooter？electric heater 啊？在用啲 N8 N1 嚟位呢 ，so 未使啲 basement 行落 basement 嘅行落。所以一邊 transportation is a fun 呀。嚇，對。OK，because 所以 Segway 係咪冇未使啊 ？Segway 所以未使咯 ，because 樣正濟啊，行個真正咩了，人行落人真危險。哦，人哋後尾嚟啊，一隻咩啊？會弄條流浪死去啊，所以哇是咩？啲人講新加坡人行路是世界第一快嘅，唔是？佢話係 escalator 快。New York 嘅人咧 ，New York 嘅人，New York 冇咁快，明講。是咯。誒，我係 speed 啊，是快過 New York 嘅人嘅。我 internal clock 我對住我講，就急性嘅，我行落去，我舊擺晏晝就去行落去，特別條彎我airport speed 咧，舊我講話，我 because 伊講我成個字 plane 我背機啊 miss 掉我背機，我咪走嚟。新加坡嘅真係流人行嘅，所以是無行正嘅，是行正大嘅。
OK， 我不到特別我唔知有新加坡嘅聽眾，若是講你是新加坡人嚟講啊，你 privately 寄 email 同我講就我冇執書嘅，我想再講下我係新加坡人，因為我看我 analytics 是有特別，我即係馬來西亞人多啲新加坡嘛，仲拍幾人多先係呀，แล้ว所以講就我再看看啷看法，或者是咧使請到啲新加坡嘅人講馬來西亞嘅人嘅事，係特別嘅事。OK， แล้ว正當今當我看住人背住人，嗱你一人數啊，拍攝啦 MCO 嘅turn out 啊，所以我哋再講住人，我哋講，但係先之後咪嗰啲冇講到話嘅，被講嘅。會使起手啫，看你起手，你 app 會起手，看人俾佢哋包槍啫。基本上加，但係我哋起手嘅人，你使冚你起手啊，但是你個俾佢講嘅，你使起手。阿蕉基本字 ，actually 是基本嘅，我個幾好一隻名，我講而家基本。แล้วโอเคบอกว่าอาจิ้วเนี่ยอาจิ้วไม่มีกัน你超過 key 哇有人起手嗎我是啊你超過 key 新加坡一定是佢哋世界裏邊唯一伊個PM Prime Minister 輸家己嘅新加坡家己嘅 citizen 嘅但係咪少講話冇條線嘅 news 啊係咪嚟做咩事？輸特別伊是輸伊個講明家己比新加坡人啊。你講明。做咩？阿輸啊明。接過，特別我聽到這是人講，這是新加坡人家聽到新加坡人聽，新加坡人啊 ，very famous for complaining 乜啊？即係點解先有一半人新加坡人 complain？ 加數。legally 咧是到成個搞 complain 嘅人話去 legal 嘅 situation 就係就輸啦。because yang sangat do complain 呀，do be get I mean 呀，No, you in order to get something like a freebies or something more. It's a Karen mentality 啦。哎呀，我嗰邊冇搞咗啊！我係事實啊！哎呦，都新加坡嘅，我哋講啦，新加坡人，I don't know 嘛，本來說啦，但新加坡 I think 是 so far 成個人去 hotel 咧，頭一項嘅接房間咧，都是 check。看物件通講邊先啊？對。了。for service recovery 咯。哦。我冇事喎。我到時咪交我杯毛毛菇，毛毛菇地搞啊，毛毛菇。好啦，毛毛菇都會拉去 check 啦，對。唔是啦，個人啊，只係個淡薄啦輸，愛輸要。啊，對，就是講你是搞 complain 嘅人，係你到底 legal 嘅 world 就是咪輸咯。冇嗰啲 empathy 嘅人這邊。你是講感覺到 in general 啦嚇，咁樣就人你講看唔知講係 generally speaking 陪講嚇，樣你感覺到有進步呢？點解我看到我家己人到新加坡人嘅我家己人啦出來啦，伊人嘅囡仔啦，我邊囡仔嘅囡仔，伊是較細個，我邊個我嘅 cousin 到啲邊 cousin 甲新加坡 cousin 啊。喺新加坡嘅 cousin 又真正來是，真正我看嗰陣就冇歡喜嘅啊，因成日三八啊，冇嘢成 stress，你 constantly 覺得真正 stress under stress 嘅啊，未超呀，嚇冇咩超變咧 ，always 是真正 obsessed to 伊人嘅 education 啊，細漢時，大漢嘅時就是 obsessed with 旅遊，或是 status。That's why 我未到新加坡。我未對，伊小 rigid 啊，對我嚟講本上啊，冇零頭冇，你冇有咩？新加坡打波人鬥，幾個了？幾個人鬥？紅椒個好，冇人鬥，現在滿只大隻。哦，你應該大了。
我新加坡人是黑唔知？哦，黑。mana係咪意思是黑？last question 啊，last question 咧，我問你，新加坡空氣有較好？空氣啊，空氣啊。因為這邊嘅車較少了，這邊個正 actually 嗬，這邊新加坡 even though 一正 city 嗬，但係人正濟站嘅，你知？正濟站。Garden City。嚇，了伊嘅北個了做個真正水嘅，我正暑假去新加坡嘅北嘅。伊 rooftop 個了是 garden 嚟個了。嚇，了我正暑假搭卡車 along 伊嘅北 connector，樣做北 connector，間人可能搭卡車行咯，反正真正長嘅，我會使 from 我厝搭個 MBS 去。Dan di bus SBS 會 Boriki Pepper 嚟嚇。咩叫 pepper？ 你真係冇人話以前歷史嘅後輩啊！啊對。CCTV 啊，再去話你。誒，我講聽啊，你知我去新加坡冇講就直打話同你講，特別我知道啊，唔知是我 not last time，the time before 個，我就啲依個 MRT，依是叫 MRT 嚇，係啊 MRT，依 MRT 誒會。這時候我自己一人坐啊，我看到這唔是一個三個仔，伊是teenager maybe because 是無夠18歲數，樣嚇，如果我是 expected 啊，我頭腦入面想是想講，我直接喺 MRT 入面只前期無人leader 無人客家神巴係咪叫？我看這囡仔嗰邊食咧，唔知到後面物件一包物件咧，食好 before 伊個車。無伊車就停呀，規包掂落去到啲伊個 MRT 入面頭卡咧夾出去。阿明。特別我看人少年人咁，未必係㗎14個歲，你看。in juvenile 嘛 ，in juvenile 冇接 record。就是我可能。少看到。18歲 expand 下伊 record。就是我就是講我看到咧，我梗係結果，我真 surprise 嘛。冇，即係新加坡嘅前期唔是人前期是樣嘅 cleaner 去做嘅你。要只地雷車 cleaner。意思講新加坡人 follow the law 是假啦。是假。我哋一般是 follow the law 嘅。一般是 follow the law 嘅。有啲時候咧 ，especially 有可能你唔知講伊出去 MRT 嘅時，外口有 officer stop 伊啊咧，有 CCTV 嘛，到 MRT 出。冇安尼用嘅。一條咧，我朋友本是有客家新加坡人啦，因本是有客家上班，但係條咧咧，直到就正解了嘅。條咧可能條去。我驚係咩就？我驚係講，死佢哋唔知落話哦。你哋我見到一對面的嘛？我見到一對面的好細哦，我講死佢哋落話，我咪就死。我樣未使亂掠路嘅，樣特別有 video footage 計使過路嘅，所以未使。你要掂伊個分機使，反掂一個分機使就我講300塊新加坡度。แล้ว一般無現掠路，伊是等你行走了，計 proof 講。哦，你是 intend to 你無到對橋上面啦，嗱，因為成個 accidentally 橋咧。你騎到嗰邊伊無掠路嘅，所以樣是愛正對路嘅，特別有evidence 啦。但係一隻都是300塊咯。300塊，若是 argue 就去講，所以正嚴咯。即係我朋友是新加坡人，原本是有掂，แล้ว伊掉一刀咧，伊就會記過2-3年後，佢再離，佢再掉。Anyway。所以啊，對 airport 啊，等陣，你 find 嘛啦，唔記得我個數嘅字啊，你個再 find 我再點，你個再 find 我。對，不差佢條你講咩？對佢零頭冇每 question about 新加坡人包括entau我未講啦，但我感覺新加坡嘅大波正濟，較濟 percentage 較 fit 嘅。maybe 可能yang kalau je ni sekolah, but then yang saya suka jogging kami but 真係濟 fit 嘅啦。等陣啊，出到 market 出到等陣啊，但係未潮喎，我做人鬥嘅。酷嘛？entau唔知啦，但yang 正 fit 啦，yang body 正 fit 啦。零頭冇你應嘅事都係去 Shenton Way 會借了，去邊會慢慢看。咪叫 Chatterbait 啊 ，Shenton Way， 都嚟借了去邊看，5點半工嘅時都點看，
แล้วดูเลยเรา Bên đâu ấy cái lớp xịt bò mò gú hoặc bên cái lớp xịt bò này cái đó ăn bò này cooperation này confused ちょっと待って、我 confused 打波我講成。伊講打波。打波本有。哦，路邊攤看。我愛看中嘅喎。中都但係嘅人看啦。唔係單種百家咩？毛毛菇，唔是大多講單種百家後尾咩？單種百家是我家咗呢回來，我未使去。咪攬爆啊！攬爆啊！攬爆了咧嚇。哦，唔係我。誒，你唔知啲。新加坡嘅人，我知講你食咧chewing gum袂使賣啦，特別若是你食，特別你無拋出，你無吐出來，伊會學講你哦。你都冇人哋咁多食，揾咗冇 chewing gum 到新加坡。你哋食嘢接冇？Personal consumption is okay。會使夾接，當劍會使夾接呀，當劍。哦，會使夾接，特別你袂使吐出來啦。你袂使賣出，你是。未使 sell 俾別人，未使俾出，你使家己俾嚟食，你未講未使啦。哦，成日講你成個尼古丁嘅迄個感啊嚇，啊特別你特別 dentist 講啊，你若是講你dentist 叫人chew gum 啊 ，because 你喙齒清氣嘛，chew gum 清氣喙齒清氣，แล้วว่าอันนี้ที่อัน特別我 OK 我感謝我知我講我 answer 我掉咧我當見我彈掉咧 answer 我會使啊 thank you very much。所以你成日講你我成日美國人就真正搞處咁嘅嘛美國人，然後你成日講 travel 時伊會使家己嘢，伊家己 personal consumption。Of course 你買俾成日300-500路，然後那去啊，你會使成日家己 consumption，伊唔未掠你啊，到底會幾點？冇啫，冇使啊，同時伊 lesson 嘢攞 loosen 嘢攞。OK。啊，這是啊，這咧紅毛病毒嘅事，點先係不打本身可能。我想是 loosen because 紅毛病毒。OK，啦，講個節目先啊。啊，今時啊，各位聽就算聽得滯，哎呦，死啦攰啊，佢條 edit 啊，呢個 video 對即Anyway， 這禮拜特別嘉賓咧，琴日快講啊！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半鹹甜、阿三laksa、489、炒米粉、炒粿條、阿椒、無毛白、後條、阿龍、英國條冇咪講掉，佢間是只無人啊！我閃鏡加default 是幾來嚇？default 零頭毛了幾部อาหาร豆嘅瓜鵝鼻醬糊茶唔是椒糊茶我真係記我了 sorry 冇位叫我講唔掉椒糊茶你對佢嚟下上啊我嘅記了個有蘑菇即係拍lentil半鹹甜冇鹹水甜我哋都把布多瑪用加加工個走其他人冇啊嚇冇啊嚇，落隻落啊落隻落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講個聽個俾先，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sorry ，OK， 今日學嘅暗示到啲 YouTube 嘅人到啲頂這禮拜到這邊會帶這邊嘅聽。邊看？你一定加去邊多去邊嘅位咧，就是聽看，但係有時但係你玲瑯如往有做很多錄音嘅時啊，是出先嘅，必須是個同事了，這邊一啲是賣衫嚟咯，20塊一條 ringgit 啊，不是新加坡路啊，咁少。個 T-shirt 個嚟啷個？個我穿過兩條，我咪。